老师，好，主管长好，大家好吼。我今日2点钟，因其实这个系列咧，主要应该是拢讲台语的吼。当然因为我旧年我嘛是讲台语的部分，不过我想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相关的物件，因为文书算拢连做伙嘛。当然因为可能少年辈的囡仔因较有机会，因为就是。伫民进党第一遍执政的时阵，开始有台湾史，高中有台湾史啊。不过咱应该大部分人，咱以前伫读册的时阵，其实拢无机会读台湾史所以当然一方面我嘛感觉讲，咱家己对咱家己的文化、家己的语言有传承的一个使命感。另外，其实咱嘛爱对咱的历史有一寡概念就是讲至少因为咱以前可能受到中华民国的史观，所以咱有真侪物件。可能无法度看得遐尼清楚，也是讲咱无用其他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所以当然，这个部分当然是嘛，一方面嘛是因为我伫台语系教册的时阵，台湾史就是我负责的。我嘛感觉，虽然咱感觉讲历史的物件就是过去的代志，不过以台湾史来讲，因为咱进前有真长的时间的概念，有一寡史观拢互。算互国民党迄个中华民国的史观去控制掉的，所以咱有真侪物件，包括真侪台湾史的物件，其实这几年还佫有一寡新的物件一直出来，也是讲以前唔敢讲的代志，即马渐渐有一寡当事者愿意讲，一寡代志会当出来，所以大家想讲用这个主题我会是安怎会定迄个1940年代有一个真简单的原因，就是迄个时阵就是经历一个咱。台湾一个真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伫咱会当讲伫1940年的时阵，迄阵战争还未爆发，虽然开始有战争的气氛，但是迄阵嘛无认为讲会有啥物变动，但是短几冬日本战败，了后，迄个时阵大家人嘛感觉日本战败对咱来讲嘛是毋是一个歹代志真欢喜中华民国会当来，结果咱嘛拄着真大的。受到真大的，就是咱知影228这个代志所以包括迄个时阵战后真侪变化，其实迄个时阵拢想袂到一直伫变动包括咱讲，虽然咱讲美国战赢但是美国对后来战后的一寡局势的变化嘛是，就是哪行哪看因为就是真侪物件是一直伫变动的像我就是简单介绍这物件互大家嘛，咱来做伙来思考我先一开始讲迄个日本规个统治台湾50年大概的情形因为咱以前当然咱惯势讲啥物台湾有真侪皇室民有真侪统治者这是一个咱讲台湾历史会讲到的一寡特性但是咱因为中华民国史观所以变做讲真侪日本的一寡物件，咱煞无遐尼，就是甲伊当作啥物。人事时地物都甲背过都过当然咱即马真简单看，就是讲一开始当然伊是用迄个台湾总督就是日本派过来台湾迄个总督，基本上一开始是军人差到中期的时阵，算讲统治较稳定了后，就开始是文人但是到尾因为准备战争，佫有军人佫是军人咱知影最后一任叫做安藤利吉嘛头前一任长谷川家迄个安藤利吉其实伫战后上海的时阵，互关的时阵自杀头前迄个长谷川家其实活来无死，其实战后佫有来台湾咱会可能想讲50当哪有结果换19个总督，你会感觉讲因是毋是一个变来变去但是咱若看日本的内阁，咱会当看就是讲顶阵迄个安倍晋三当然伊是一个较特例，就是讲伊做首相做足久的但是你若看日本的内阁，其实因首相嘛是换来换去，有的甚至做几个月就落来就是讲咱若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无讲真无正常就是讲咱讲50当有换19个总督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咱若看日本时代50当。头前咱大概会当讲，就是讲，因为台湾人对一个外来统治者可能第一件代志无适应所以就是要会惊吓，所以要甲因拼有即种
有种想法吼。但因以日本的角度来看吼，因伫处理来台湾了后，当然治安是一个因主要爱处理的代志吼。所以因其实头前10档主要就是处理边地吼。当然因的角度是反乱吼，但是咱的角度无一定吼，咱是甲因对抗嘛吼。第二个10档大概就是处理山地的部分吼。咱知影个上尾10档差不多是咱讲迄个时阵开始个军人的统治吼，就是提出迄个方面化吼，迄个加速方面化这个问题吼。基本上因的概念就是同化吼。咱若看日本即摆情形吼，北海道甲咱讲因的南边沖縄吼，基本上应该嘛毋是原来因的，就是讲嘛是新去占领的所在吼，较新去占领的所在。一开始因当然迄个语言风俗啥物拢无共吼，但是因基本上就是甲教育做日本吼，教育讲日本人吼，经过一段时间了变同化去吼，就变做日本人吼。所以意思是讲，假使台湾当初日本人无走吼，无你看咱即摆嘛是日本人吼，就是讲规个迄个产生即变吼，就亲像咱即摆真侪嘛认为讲是中国人嘛，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吼。咱若看即50档内底，因为我讲头前20档就是一个10档处理边地，一个处理山地吼，上尾10档是方面化吼。所以咱来看，中央20档咧吼。我毋知大家对台湾史的想法是啥物吼？以前可能当然中华民国的史观来讲，日本时代就是日本讲啥物差别待遇吼，也是讲一寡真侪考到台湾人各方面吼。但是咱知影讲，其实迄个时间变化嘛真大吼。包括咱讲方面化迄个时阵，其实是较禁止咱讲较无就是较无爱咱讲台语文学语言这物件。不过其实咱若看日本时代留落来资料，因其实对台语的研究也是精力相对是侪吼，至少比国民党政府来讲，就是做种政府是看袂到因的车尾灯吼，那比起来是安尼。所以我这边要讲就是讲，其实有20档相对是台湾，相对是第一是稳定，第二是其实甲世界各国比起来，迄个时代比起来，其实相对是较发展的所在吼，也是讲伊的规个迄个经济啥物各方面拢是真好的时阵吼。所以咱安尼看吼，我这边有阁有一寡物件无我也大家若打电话来讲，就会使讲者吼。我即摆有写两个物件吼，一个叫做台湾转到稳定吼，大概是啥物时阵，大家若知影会当讲者无要紧吼。咱感觉就讲咱主要讲台湾互日本统治50档吼，日本统治台湾了后，到伊会当完全控制台湾，会当规个感觉真稳定的时阵，大概啥物时阵？敢有人要讲者无要紧，又看觅。大家拢真严谨吼，无要紧。第30档。就是咱拄则讲头前10档是迄个边地。就是边地过来山地嘛吼。所以差不多规个因讲迄个大势已定吼，就是讲规个拢稳定。大概是1915年吼，就差不多是1915年。但是咱要知影一个代，咱进前讲，有7个真侪统治者吼，为迄个荷兰、西班牙吼，过来民政嘛吼，迄个郑成功因，过来清国，过来日本，过来国民党政府吼，遮侪统治者。但是咱来看迄个台湾全岛完全会当，规个台湾岛会当规个控制掉的时阵是啥物时阵？咱有人知影是倒一年无？就是意思是讲，咱知影荷兰时代，其实伊就是主要是管台南迄个所在，当然伊的范围毋是干那台南吼，有一寡所在包括台东迄边伊嘛有控制，也是讲后来北部甲迄个西班牙人赶走，迄边嘛是伊控制的所在吼，有一寡所在无控制掉吼，至少山顶无吼。咱讲清国的时阵，伊毋是迄阵讲所有的生番熟番吼。其实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本上熟番就是伊会扣税金扣会到的所在吼，生番就是伊扣税金扣袂到的所在吼。所以意思是讲，这边嘛伊嘛管袂到吼。所以咱其实大家知影，就讲日本人其实到台湾会当规个岛拢会当互
迄个统治者控制掉的时阵，大概就是日本时代吼。但是日本时代什么时阵才有甲台湾所有的所在控制掉的？大家要约看卖无？要紧，迄个约毋着袂扣分，咱即摆毋是考试，嘿，有人要想看卖？搁10档1925年。1905吼，好，我先公布答案。1930年吼，所以你会当看到某一个程度来讲，其实日本至少伊伫统治出真侪力吼，用遮侪力咧，因为台湾有一寡较困难的所在，我感觉应该是讲，你看以前你讲清国统治200外冬，你讲伊清国迄阵武力偌强，但是伊真侪所在其实是无控制着的吼。好，我下顶再来讲大邦年敢有啥吼？吼，即个是迄个有一个事件吼，这是布农的吼，布农族的，因巢伫迄个花莲迄边的山顶迄边吼，就是伊伫1915年吼，有一个就是算讲因不服迄个对迄个日本的离反政策不满吼，所以伊就是干打迄个游击战吼，一直到规个迄个因归顺，其实是1933年，吼，1933年才结束，吼，可能大家若有趣味会当看以前迄个王家祥，吼，有写一本迄个关于拉和阿雷跟拉马达先生，吼，就是迄个本论的故事，吼，迄个控制的故事，吼，虽然是小说，毋过伊就是伫讲迄个代志，吼。所以你想我即摆怎安尼讲吼，就是讲，咱知影日本人来其实有做真侪详细测量吼，就是包括咱即摆讲迄个有人爱爬山，咱知影讲山顶有迄个三角点吼，那有时去山顶，就是望一个山，迄个三角点要翕一个相吼，迄个三角点就是日本人开始的嘛，因为做测量的时阵，开始以某一个所在做开始的所在吼，其实伫台中吼，台中讲迄个大墩迄个所在吼。炮台山吼，就是开始，比如讲，伊若知影其中2点吼，伊就用三角测量迄种方式去决定迄个讲，另外一个山头吼，迄个点吼，伊用迄个角度三角形去画嘛吼，去看伊的悬度是啥物安怎吼，大概是安尼。迄个时阵画的地图其实真详细吼，但是一直拢有一个空白的所在吼，台湾所有的所在拢有一个空白所在，都是即个布农族即个控制范围，都是日本的警察。无法度入去迄个所在，吼，一直到1933年归顺了后，吼，以日本的角度是归顺啦，吼。早有法度甲所有台湾地图画好清楚，吼，比如讲迄个等高线图下面画好清楚，吼。所以你若想讲，日本人统治台湾50冬，吼，其实像头前38冬是无法度完全控制规个台湾岛的，吼。好，当然咱知影讲，某一种咱若安尼讲，咱知影讲国民党政府就是。较现实的嘛吼，就是讲，因为日本甲台湾统治好了后来，国民政府来，伊就直接接收嘛吼，所以就是当然就是到全岛控制，就是已经到1933年啊吼，好，所以统治者控制台湾全岛到即马也无100冬哦吼，咱虽然咱讲台湾有400年的历史吼，当然毋啦啦吼。好，所以我这边要来讲，就是讲，可能咱以前伫台湾史看到的代志，包括大邦年事件，包括雾社事件。其实咱拄则，咱知影讲，迄个大邦年事件是1915年，吼。迄个雾社事件是1930年，嘿。我拄则讲的，咱讲全岛稳定是1915年，结果哪会大邦年事件迄个时阵会发生，吼。搁另外一个，咱讲雾社事件。1930年吼，但是咱拄则讲处理平地处理山地已经1915年差不多都拢稳定啊吼。想到1930年阁有代志吼，基本上就是讲，应该是讲规个拢伫日本的吼，台湾总统府的掌握内底啊吼。就讲伊迄个事件若会发生，大概嘛是较地区性的吼，就是无都是全岛拢动起来迄种情形吼。好，咱若看咱后来228，一个小小的事件吼，但当然是有背后有真侪代志啊，所以就讲规个全台湾就规个拢起来，因为台湾无大嘛吼，所以就讲，若假使有一个事件，应该是规个台湾拢会振动起来吼。好，我先讲大半年，可能大家以前历史有学过吼，什么
于清芳啊、江定国俊吼，有会记迄名吼，啊知影时间吼，伫大半年就药证遐吼。好，我先讲即个代志，咱历史课本有讲着吼，因为控制吼，所以咱可能我简单讲，因迄个时阵是安怎做吼？咱可能听过一个台语的俗语叫做“德国豆菜刀”吼。迄阵因起来，然后基本上是农民吼，因迄阵起来的时阵，就是要招农民起来反日本。因安怎讲吼？因讲一件代志，第一，伊讲日本统治台湾20冬，气数已尽，吼，气数已尽，吼，气数已尽，吼。第二件代志，咱知影1915年迄时阵，就是咱知影伊个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嘛，吼。所以讲，因为中华民国成立，所以咱若要反日的时阵，中华民国会甲咱斗相共。吼，伊讲即几个理由啦，吼，比方第一讲日本统治20冬，所以气数已尽，吼。第二就讲中华民国会甲咱斗相共，吼。咱若用，咱以前若听迄个什么，咱读中国史的时候听过什么义和团吼。咱若做一寡对比，你要有迄个感觉吼，就讲伊会感觉讲用迄种人的力量去对抗迄种枪支啊吼、炮弹啊遮个代志吼。但你感觉敢有可能吼？第一件代志就是讲，你讲迄个气数已尽即个物件，这毋是你讲的就会使嘛吼。啊，第二件代志是咱知影中华民国虽然成立，其实迄阵是军阀割据吼。第二就讲，假使你感觉讲，你要依赖甲咱斗相共，其实咱还有一寡外交的手段吼，譬如讲甲因交涉啊，啥物吼，啊得到因的答应，其实无吼，伊就是用讲的吼，啊就鼓舞遮的农民吼，啊无啥物物件要安怎，所以就是用农区吼，所以咱讲德国豆菜刀嘛吼。就讲会当用的武器，就是遮物件吼，农区遮物件。你就想讲，咱感觉安尼迄种革命，敢有可能会赢吼？就讲第一是无规划吼，第二就是靠你讲用中国力量嘛好，还是讲伊其实毋是一个有真正有准备的吼，我会感觉啦吼。第二件代志，咱讲无啥事件吼，因为真久啊，就讲第一无啥事件，咱嘛知影讲，咱若看过赛德克巴莱吼，虽然伊甚至甲真实的有关系吼，有啥真歹讲吼，有一寡历史本来有一寡无共的主观的问题，有啥事件？你看迄个赛德克巴莱讲，伊嘛是讲，伊若要起来反，伊嘛感觉早晚会规个排掉嘛吼，还是讲其实家己赛德克族吼，因其实都无共的想法啦，吼，就是讲。有个人是徛伫日本这边吼，有个人是徛伫迄个莫纳鲁道这边吼。当然，这有真侪思考，咱真歹讲对毋对吼，也是讲咱若定心去看莫纳鲁道，其实伊其实是嘛是有一寡争议吼，包括进前的泰雅族吼，泰雅族有一个萨拉玛吼，就是伫迄个咱即马讲梨山迄个所在。当然就是讲迄个时阵，因嘛是反日本吼，结果其实日本人是。派什么人，就是透过迄个莫纳鲁道去干小台，吼，就是讲伫迄个伫迄个雾社事件进前，吼，在1920年代迄个时阵，吼，甲遐物件，就是互迄个梨山迄边迄个较大迄个萨拉茂迄个族群，规个拢灭掉，吼，差不多灭到四散，吼。所以有些人真歹讲，吼，但不管安怎，就讲。我这边讲的这两个时间点吼，当然对咱来讲是一个历史上是真重的代志吼。但是咱若看咱历史甲咱讲的强调大阪的事件甲无啥事件，其实对因来讲吼，对日本政府来讲，其实是一个因敢会当控制小规模的代志吼，并毋是一个对因统治有真大的危险的代志吼。好，当然，咱知影讲一开始日本人来吼，因其实统治了无顺利吼，甚至有要卖互法国吼，就是想讲1亿吼，一亿吼，可能是日币啦吼，迄阵的迄个日币吼，要卖互迄个法国吼，伫咧讨论吼，当然后来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第4任的总统吼，迄个儿玉源太郎吼，儿玉源太郎甲迄个伊的迄个行政长官就是迄个。后藤新平吼，好多新北吼，
后藤新平，嘿，开始有一寡变化，吼啊，这个部分我可能时间上我袂真简单讲，就是讲迄个时阵咱若看真侪台湾的一寡变化，包括交通的建设，吼，土地户口的调查，吼，也是讲开始规划水力、电力，吼，包括迄个铁轨路，吼，也是讲历史革命，历史革命就是讲咱后来迄个蓬莱米的代志，吼，规个咱的迄个米，吼，生产真侪，吼，咱以前伫讲台湾史的时候讲到一个米汤相克，意思就是讲咱有一寡所在是水源较侪，就是种稻啊嘛，吼，啊若较无水源的所在就种甘蔗，吼。但是你若稻啊种较侪，糖落较少，吼，啊若甘蔗种较侪，吼，米就较少，吼，米汤相克。但是历史革命的结果，其实就是因为包括咱知后来，吼，包括迄个嘉南大圳，吼，这物件拢互台湾的迄个稻啊的迄个生产量加遮侪，所以意思讲到战争的时阵，吼。其实台湾人是无要着吼，所以迄阵有配给吼。但我是讲迄个产量是有到米的产量是有到台湾人遮，甚至一半出口到日本吼，台湾人嘛，迄个量嘛是有到台湾人遮吼。好，佫包括后来有做台湾博览会，我这边咱安尼看一下吼。这当然是以前的光批吼，迄个明信片的一款物件吼。咱看到一个传统纪念，就是家人到高雄吼打狗，吼就是唱款线吼。第先我甲大家讲一下吼，咱知影迄个欧洲毋是咱一般咱即摆用的一寡度量衡的物件，比如讲公分啊、公斤啊，吼，遮物件，迄个物件。但是咱知影迄个英国个人无共吼，比如讲因的程度，因毋是用公尺，因是用英尺，吼。迄个重量的物件，毋是用公斤、公吨遮物件，伊是用迄个一磅嘛吼，遐物件吼，英镑吼，遐物件。恁感觉是安怎是有即个原因吼？简单讲，因为咱知影迄个英国伫18世纪、19世纪迄阵算是一个霸权吼。若是咱知影欧洲有真侪国家吼，一个当然是欧洲大陆的遐，比如讲咱知影德国啊、法国啊吼，较强的国家。英国是算海权嘛，吼。其实欧洲因迄边就是有一个较统一的一寡一致的一个标准，吼。因为英国是一个强权，因感觉袂爽，要对因袂爽，所以因就是伊的迄个一寡制度就无共，吼。包括咱知影，咱即马迄个赛车毋是赛正平嘛，吼，迄个右驾，吼，意思讲咱路是我正平，英国就是倒平，吼。咱知影讲，迄个时阵日本明治维新了后。因其实甲一个国家行接活的，就是英国，吼。所以因迄个时阵一开始的制度，其实拢是英国。所以你若看英国是左驾嘛，吼，日本嘛是左驾，吼。咱迄个赛车，吼，就是路是我遮倒平的，吼。咱就看到即个物件，也是讲你看到伊即边家人到打狗，伊写247里，吼，其实就是英里，吼。也是讲咱若看以前有机会看迄个因迄阵拄啊开始测量的时阵，迄个。地图吼，伊拢写英尺，拢毋写。譬如讲，时阵做玉山吼，玉山迄个时阵，玉山吼，就是迄个1万外英尺吼。好，要紧，咱是看者吼。咱看到迄咩是迄个光批内底佫有一寡台湾的物产嘛吼，比如讲，咱就看到金蕉吼。遮有两个人头吼，迄个铁桥嘛吼，铁桥就是火车的铁桥啦吼。好，这就是迄个大安溪过大安溪的迄条铁桥。遮有两个人，敢有人要约看觅因是啥物人？可能我想大家可能会感觉青分哦。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的史官，就是因为以前国民政府讲的史官，较袂去讲到伊吼。好，倒平即个其实就是咱讲。规个台湾的铁路吼，当然因的铁路为家人到高雄有一个真简单的原因，就是军事吼，军事用途，也是讲因统治的方便吼。咱来知影讲日本拄来台湾的时阵，台北甲台南吼，交通爱偌久吼，可能爱几落工吼，无啥物陆路交通啦吼。迄个时阵咱知影讲，尤其是迄个较洼水的水尾的时阵，下游吼，迄个因为咱知影讲。西南、中南部拢是迄个寒天拢较无水嘛，但是迄个热天的时候，若风台啊啥物吼，落大雨，
水会遮强，所以伊个河道拢遮快吼。咱即摆看到河道吼，就是拢用迄个布花用起来吼，控制伊吼，较袂迄落。当然，若是水若伤大，共款会出代志嘛吼。好，有一寡迄个建议，当然因有一寡军事的统治诶想法吼。另外当然就是要，你要知影讲，因迄阵是永久领土吼，概念是讲因占着台湾是永久的领土吼，所以因就是要开始做一寡开发甲建设吼。咱知影迄个畅快线通的时阵是1908年吼，咱算1895年到遮13档吼，就甲即个畅快线，等于讲交通的主要的交通甲做好吼，用13档的时间吼，咱会当比较迄个国民党政府吼，1945年来台湾了后。伊什么时阵开始注重台湾的建设吼？咱若以前的宣传是讲迄个10大建设吼，10大建设什么时阵？1970年代吼，已经统治25档啊，吼，230档啊，才开始想要对台湾有建设吼。你就知影讲迄个态度、心态上有差偌济吼。或是讲咱拄则讲台湾的改变真大，甲迄个后生新民有真大的关系吼。就讲伊开始用较详细的调查吼。以前台湾人反吼，因就感觉讲，我就是要甲你，就用日本人的想法，你反我就甲你抬死吼。后来伊其实做一寡其他的做法啦吼，咱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无要加讲吼。当然咱知影讲，咱讲拄则19任吼，其实有2任久的吼，一个是第4任迄个儿玉源太郎吼，儿玉源太郎伊做8档吼，后来迄个。左手间左马太第5任做9档吼，你看19个内底，其中2个就做17档吼，占1/3的时间吼。好，当然迄个儿玉源太郎吼，你知影迄个时阵大概是啥物？就是讲，因为日本迄阵后来有要甲迄个罗西亚战争吼，日俄战争，所以伊其实就是伊嘛是军人嘛，所以伊定定拢无伫台湾吼，所以主要拢是后藤新平吼。咱讲第5任迄个左手间左马太。伊就是要处理原住民，吼，就是简单讲，就是要处理山地的所在，吼。所以伊其实咱的概念爱安尼讲，就讲台湾其实，假使咱甲当做一个国家来讲，吼，内底有真侪小的国家，吼，国中之国，吼，因为原住民的部落是一个是分开的，吼，等于因家己有家己的政府，吼，小可是安尼，吼。所以日本的迄种现代化国家是袂当接受这种代志吼，所以伊爱规台湾控制掉吼，所以伊爱处理，所以因甲原住民的因要处理山地，其实用战争的形态去处理吼，所以迄个左手间左马太就是一个军人吼，拟定一寡计划吼，就是上山去作战吼，确实是安尼吼，咱知影什么太鲁阁战役啊，是讲什么北市南市战役吼，真侪吼，当然伊一开始的做法是。因感觉上废弃的2个族群，一个叫做泰雅族，一个叫做布农族。所以因第一阶段先处理台燕泰雅族的部分，过来第二阶段就是布农大概是安尼因是主要是伫中央山脉，也是讲伫山顶较主要的大概是安尼。好，咱拄则讲有做真侪调查，咱来看即个物件，这个物件其实就是。日本时代做的统计，因敢若1905，就是10年有做一个真大、较完整的一个调查，吼。咱知影迄个时阵无电脑，吼，咱看伊即个统计图表的做法，吼。当然伊有一个数字嘛，有一个表，吼，写即个物件，吼。我简单讲，迄个时阵伊甲本岛人分做福建、广东甲其他，吼。因其实迄阵对汉人的做法，比如讲因要调查是安怎问，吼，就讲。伊就问你讲，你的祖先对倒位来？吼，所以伊若是为福建来的，伊就讲你是福建人，吼。伊若是为广东来，伊就当做广东人，吼，大概是安尼。所以你看伊一开始写福建甲广东，吼。咱我想要问大家，你感觉即个分类是毋是 OK？ 吼，比如讲，咱是福建就对台语，吼，讲台语的人，广东就对讲客话的人，吼。无影完全咯吼，因为咱知影福建的所在其实有一寡所在是讲客语的吼。我讲大陆中国迄边吼，广东内底有一寡所在吼，比如讲海南岛就算闽南语啊吼，就算台语的部分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甲咱即马讲是毋是福建人偌济，就是咱迄个时阵讲台语的人偌济，其实有一寡真差吼。但是
但是差不多吼，咱刚才当讲差不多吼啊，其他基本上就咱以前讲的习犯甲生犯吼，就是迄个生犯熟犯吼，平埔族吼，甲迄个咱即马讲原住民。啊，内地人当然是日本吼，啊外国人，咱想讲外国人是啥物人？有可能是美国人吼，有可能是中华民国的人吼。啊，当然迄个时阵中华民国还未成立吼，迄个明治43年就是1905年吼。好，啊因10年做一个调查吼，迄阵调查的精密度吼、精密度，甚至超过日本吼，而且伫世界上会当提出来讲的吼，就讲因迄阵调查的迄种详细的情形吼。当然就讲因要伫咧台湾吼，当然做详细调查是会真出。啊，我其实看即个图，我感觉上趣味的所在是啥物？咱看伊画的图吼，就是用迄个比例吼，去画迄个红仔迄个大细吼，大细线有无吼？咱看迄个福建人伊就画遐尼大吼，过来客人画安尼吼，啊迄个原住民佫画较少吼，啊内地人比迄个原住民人较少吼，安尼画吼。好啊，第二就讲，咱即马来另外思考一个问题吼，咱即马知影讲，咱台湾即马有客委会吼，客委会当然。因塞真侪文化的物件吼，比如讲油桐花啊，啥物吼，伊无一定，也是讲花仔布吼，伊敢是毋是原来就是客家的物件吼？这其实是一个咱会当讨论的问题吼。但因至少因用真侪钱吼，因有经费，因去甲这意向甲凸显出来。但咱若讲台语人会要安怎？咱有啥物特色无？咱的衫有啥物特色？还是讲咱有啥物文化物件？介绍。甲客人比起来，咱敢若较讲袂出来吼。我毋知无你较才会当提出一个线索。当然，咱看这服装，当然咱即马已经毋是穿这服装啊嘛吼。咱若看伊内地人伊都画迄种和服嘛吼。啊，你讲迄个原住民吼，你看伊的衫的清茶吼，还是讲咱看客人甲河洛人吼，伊迄个清茶伊嘛是无共吼，但是咱当然即马袂安尼穿啊啦吼。即讲。咱会当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敢咱若讲台语人的一寡文化特色，要讲啥物物件，咱即马是毋是讲袂出来？我有时嘛感觉即个问题是一个真歹回答的问题吼。好，过来吼，这是迄个1935年的迄种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伫倒位举行？就是伫咱即马的日北公园迄搭吼，就是迄个台北车头前遮吼，包括迄个台湾博物馆。哦，即块位啊，吼，咱咧知影一个情形，就讲，迄个时阵有真侪迄种都市会办迄种博览会，吼，伊其实就是较强的殖民国家，吼，去展现因的统治的成果的一个概念，吼，包括迄个时阵世界上较大的国家，较大的都市，比如讲伦敦，吼，英国的首都，吼，也是讲迄个巴黎，吼，日本当然伊嘛有办过，吼，啊。你看台北有办过，吼，当然每一种程度，因是要台湾总督府是要甲日本政府讲，咱已经统治40年啊，吼，实政40年嘛，吼，1935年，吼，有真好成果，吼，啊，但是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迄个时阵台北这个城市有法度办博览会，吼，这伫世界上其实无几个城市会当办的，吼，我主要是要甲大家讲。咱先莫讲迄个民族的问题吼，至少伊迄个时阵，伫日本的治理下，台湾其实是到即个坎站吼，台北市是到即个坎站，所以咱嘛会当比较我即马今日讲的主题1949年，吼，因为假使有经过迄阵的迄个时代的台湾人，因可能到时看到后来看到规个迄个国民政府来吼，迄种乱的情形吼，我感觉因迄种。看你咱来吼，你看迄个台湾迄个变化差偌大吼。好，我即摆佫歹势，我佫讲一寡较毋是会袂到1949年代吼，就讲咱知影讲日本吼，伊本来是一个嘛是一个真有险的国家吼，伊真正有锁国吼，伊锁国其实毋是真正锁啦，伊就是敢若接受荷兰人吼，因为一个迄个Nagasaki吼，迄个长崎迄个所在，就是会当。因接触的外国吼，锁国的时阵，因其他的国家拢尽量袂接触吼，就是甲荷兰人吼，所以因一寡政策啥物拢荷兰人会伊我建议吼，
吼，不管安怎，后来是因为迄个黑船事件嘛，吼，假使大家对日本的历史小可有知，1859年迄个黑船事件，就讲美国迄个军舰驶来到东京湾啊，吼，直接甲因讲，阮要甲你贸易，吼，啊，你爱开，吼，爱开即个门，吼，若无阮就是跑到要甲你拍过来，吼。其实互阮惊着，吼，就讲因感觉因本来真平安，吼，但是这个规个世界变啊。这个变啊了，就是讲别人已经亲门大户啊，到你门口啊，吼，所以因其实是伫一个真短的时间做一寡真大的改变，吼，咱听到就是迄个脱亚入欧，吼，脱亚入欧，吼，因就感觉讲亚洲是一个无进步的，吼，因袂当过用原来迄种生活方式，吼，所以因要追求迄种欧美迄种情形，吼，好啊，当然伊会当建立伊的较强的国家的地位，其实是透过战争，吼，好啊，因迄阵有一个真大的惊吓，就是讲，迄个时阵咱知影讲19世纪就是迄个殖民，吼，就是迄个即欧美的国家去试过去殖民，吼，所以因迄阵有一个想法，就讲，假使我若无家己的国家若无振作，吼，无变强，吼，无对应的脚步，早晚日本就会灭国，吼，就是变做别人的殖民地，吼。啊，因要变做一个国家变怎，因就是学灭强，吼，所以因爱去向外扩张，吼，所以当然因嘛是因安尼再占着台湾，吼。啊，当然咱因有经过两个战争，咱当然咱的讲法是讲中日甲午战争，吼，1894年，吼，啊当然清国战败，所以就挂台湾嘛，吼。好啊，日露战争咱是讲。日俄战争，吼，因为咱迄阵日本人，台湾人嘛是讲安尼，罗西亚嘛，吼 ，Russia 吼，咱就讲罗西亚吼，所以就写日露战争吼。嘿，咱知影讲，虽然日本甲清国作战，吼，也是讲后来是日本甲罗西亚作战，基本上咱也知影一寡强的国家拢会做一寡表态，吼。啊，表态就是选边站，吼，咱讲的概念就选边站，吼，就是讲我徛你倒一边，吼，做你的啦啦队也是安怎，吼。所以，咱来知影讲，表面上是两个国家的战争，其实背后就是大群架，吼，就是讲这个国家因会分做两边，吼，相持一下。啊，当然你讲有诶中立不可能，吼，但是大部分迄个大国家拢有一寡想法，吼。好啊，所以日本是安怎要拍迄个战争，吼，有一个原因是英国，吼，伊迄阵甲英国好，吼，英国甲因讲，假使你若真正去拍，有拍赢，吼。迄个英国甲日本的迄种贸易的条款吼，会做一寡调整吼。意思讲，咱以前讲啥物最惠国待遇啊，啥物物件吼，伊做一寡调整吼。当然，这对因有一寡鼓舞吼，也是讲因为伊本来就甲英国徛同边吼。好，我拄则即个物件可能要跳转来讲一个代志，就是讲咱伫伊讲迄个明治维新的时阵，吼，因其实有模仿两个国家吼。因的军队要建立起来时阵，海军吼，因为迄个时阵上强的海军就是英国吼，所以因的海军就是学英国吼。啊，因的陆军学啥物？学德国吼，因为德国咱知影迄个时阵就是迄个因伫迄个18世纪、19世纪起来吼，德国即个国家吼，因陆军较强吼，所以因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理解讲是安怎迄个二战的时阵，咱若看一寡日本的一寡迄个。伫检讨战争的物件，因为讲海军甲陆军袂合，吼，迄袂合就是即个背景，吼，就是讲因为海军就是学英国的，吼，啊，迄个陆军是学德国，所以因为一寡训练的思考拢无共，吼，所以变做讲有一寡意见的无共，吼，啊，所以拄着一寡问题，吼，战后的时阵拄着一寡问题。好啊，迄个日露战争，吼，罗西亚共款，咱也是讲迄个德国的代理战争，吼，美国嘛徛伫日本遮后，吼。好，啊，但不管怎，咱知影讲后来是赢吼，日本是战赢吼。当然这叫惨胜啦吼。咱知影讲战争其实两边拢会输吼，只是讲像赢面较大一些啊吼，就是讲代价拢真大吼。但是变做讲建立一个物件吼，啊，但是咱会当想一个问题，因想要拍这个战争吼，其实就是甲迄个时阵因希望因的国家卖灭亡吼，卖互变做殖民地。所以因爱学一个力量去做扩张吼。啊，日清战争当然另外一个物件就是，咱知影迄个时阵的韩国朝鲜吼，其实是两边进攻吼，两边进攻，就是讲
对中国嘛好，啊对日本嘛迄落吼，但伊变做讲要甲伊控制掉吼，啊伊控制掉其实是反倒苏联吼，你也知影讲因迄阵体会到敌人是啥物，一个是罗西亚吼，因无认为中国是一个后来无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因为伊较乱嘛，本身嘛较无啥进步，军队嘛无强吼。啊，往南面扩张，就是往台湾这边扩张，因要对抗的啥物，就是欧美的国家，吼，就讲因真开始就是为着因的国家的生存，因开始做即寡准备，吼。好，过来咱知影讲一战，吼，一战其实甲日本敢若无地带，吼，因为咱知影是欧陆1914到1918，吼。你睇日本做啥物代志，吼？日本参战，吼，伊宣布要参战，吼。咱知影迄阵是英国甲法国是一边的，吼，啊，迄个德国是另外一边，吼。啊，当然咱知影德国，你讲衰小嘛好啦，吼，就是讲伊一战嘛输，二战嘛输，吼。啊，迄阵日本做啥物代？因为伊甲英国真好，吼，所以伊就讲伊要徛伫英国这边对德国宣战，所以伊对德国宣战做啥物代志？咱知影迄阵中国的迄个山东是迄个德国的控制的范围，吼，伊就是去占山东，吼，青岛迄个所在就占起来，吼。第二，迄个时阵呢，咱讲迄个台湾国过来迄个太平洋群岛，吼，遐一寡岛屿，吼，拢是德国的，吼。啊，因为德国伫战争嘛，一战的时候，所以伊就随去占领，吼。啊，你会感觉讲迄小可大吼，因为他无啥物兵力吼是安怎？伊其实咱知伊的思考，咱拄则有讲到者，伊要为着国家的生存，因为国家的生存就是因为一个概念叫做绝对国防权，就讲日本本土伫遮，吼，伊爱周边爱有缓冲区，吼，所以咱会当理解啥啦，伊要占朝鲜，吼，因为伊惊过来迄边的有一个苏联、罗西亚，吼。后来咱甚至看到伊佫成立一个满洲国吼，虽然伊无就讲实质控制，实际上就是伊去扶持的一个政府嘛吼，满洲国吼。咱嘛知影讲伊就是要对抗，就是惊迄边拍过来吼。当然后来伊其实想要佫控制蒙古吼，当然即个部分无成功，因为蒙古是伫迄个罗西亚控制之下吼。嘿，咱若看即边，咱知影讲大海的另外一边是啥物国家？美国吼。嘿，因其实你也知影讲，迄阵虽然咱知影二战的时阵才开始甲美国作战吼，不过伫一战的时阵，因已经开始伫考虑讲美国就是因的危险吼。虽然离真太平洋遮尔远吼，不过变做讲海过去隔壁吼，咱讲日本的岛兵吼过来看到朝鲜伊占去啊吼，过来中国甲罗西亚吼，但正边迄边虽然离真远，不过隔壁的国家就是美国吼。吼，所以你某一种程度会当看到因迄阵的思考吼。啊，所以南洋群岛要占的真大的原因，就是因希望，因的国家安全吼，有一个绝对国防权啊，所以你也有一寡缓冲区吼，岛边就离朝鲜占掉吼，后来满洲国吼，南边有一个台湾吼，过来正边咧吼，就是这个岛吼。当然，即马咱知影这个岛基本上拢是美国控制嘛吼，啊，即马咱知影讲。中国伊即马想要甲美国扯拼，伊嘛开始，咱若看一寡新闻知影，伊嘛伫遐要甲因合作，要做一寡干建设港口啊，就是目标就是因可能想要对迄个所在要甲美国扯拼吼。好，后来佫有日中战争，就是咱讲的迄个，咱这边讲8年抗战吼，这个物件吼。好，啊，但是咱爱知影讲，迄个时阵吼，就是我看日本的学者伫讲这个代志，因有讲到一点吼，因感觉满洲甲蒙古，就是日本要即个国家要生存落来，真重要的所在吼。啊，咱嘛爱知影一件代志吼，咱日本人拄好来占台湾的时阵，有真侪警察，也是讲来台湾做老师吼，一寡日本人。真侪拢是 Okinawa 的人，吼，就讲因较早变做日本，吼，啊，所以即马新的一个殖民地，吼，台湾对因来讲是新的殖民地，为倒位来遮个人，吼，就是 Okinawa 人真侪，吼。第二，当然还佫有迄个敢若九州迄边，吼，因为伊地理关系是较南边嘛，吼，好。啊，过来吼，当然，即个部分就讲到后壁吼，就是讲咱
后来二战，咱知影俄鲁是1939年开始战争，吼，啊，迄个这边是叫做太平洋战争，吼，本来叫做大东亚战争，吼，啊，当然就讲，咱知后来结果是美国战赢，吼，美国战赢了，因感觉用大东亚讲战争，吼，迄个日本的角色真大，吼，就讲美国较无角色啊，你知影吼，因为你讲大东亚，因为美国毋是伫东亚嘛，吼，所以伊后来就是定调叫做太平洋战争，吼，太平洋战争，吼，就是安尼互美国有角色，吼，咱知影讲这就是历史的问题嘛，吼，就讲咱有历史的解说权的时阵，咱会当指引人去安怎行，吼，好，所以我要讲就是讲，咱若要看台湾的历史，吼，我现在嘛感觉讲，咱袂当干那看中华民国的史观，吼，无咱会受到真侪限制，吼。好。佫有一个代志吼，就是我看卖我有写有，咱这边就讲着，因为咱太平洋战争是1941年吼，咱讲珍珠港事件开始吼，12月底吼，迄个是12月是年底吼，1941年年底吼，所以其实拍3冬外吼，无甲4冬吼，但是咱知影啥物代志？咱拄则讲，以前的时阵就开始伫做即个思考，就是甲遮个南洋群岛德国占的所在，你甲占起来，吼。啊，当然因为德国战败，后来啦，一战的时阵战败，所以嘛，就是遮物件自然拢互日本去吼。伊其实考虑就是美国，吼。啊，你讲，咱即摆的讲法就讲，以美国的史观就是日本人挑起战争嘛，吼，咱会安尼讲，吼。但是你看即个物件吼，这是迄个美国，吼。美国因呢，当然即摆真侪物件拢解密啊吼。这1924年，就讲1911年就提出吼，迄阵还未一战吼。1924年当然是已经一战了后的吼。因其实迄阵的假想敌就是日本，嘿。就讲虽然后来战争是咱即摆看的史观是日本去发动的吼，问题是你看美国人已经伫准备讲有可能日本的迄个去拍美国吼。咱会感觉真趣味吼，就讲当然咱到阵若看历史互咱讲的人事实地有看吼，咱就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啥物时阵发生啥物代志，结果是啥物。但是咱某一种程度来看，其实每一个国家因其实为着因的利益吼，伫看遮个代志吼，安怎看吼？你看因迄个时阵，美国嘛是伫准备要战争啊吼，你看伊可能日本有可能安怎，就是日本就会甲迄个菲律宾关岛遮物件占起来，吼安怎，吼，甚至甲中美洲无迄个巴拿马运河拢会迄落，吼，嘿，所以我搁转来换一个角度，咱即摆台湾的地位安怎，吼？当然咱有一寡地理上有一寡重要，吼，无你甲乌克兰比起来，咱较重要，吼，某一种程度，吼。但是我是讲，遮个局势有啥物可能的变化？其实咱是住遮个人，其实咱嘛爱去想遮个问题吼，毋是讲互日本、美国来甲咱保护，咱就准煞吼，毋是安尼吼。其实会当想吼，有真侪无共的可能吼。好，咱搁来讲一个物件吼，咱若看世界上吼，目前咱知影讲世界上可能咱认为讲上强的国家就是美国吼。好，伫进前吼，一战进前吼，也是讲19世纪，咱知影讲是英国吼，迄阵因叫做日不落国吼，就讲全世界啥拢有因的殖民地吼。搁较进前咧，咱讲荷兰吼，搁较进前西班牙、葡萄牙吼，咱会当发现一件代志，像江啊海洋，像就是强的国家吼。吼，这是一个重点吼，所以咱是安怎想讲，咱即摆中国伊起来，伊会想要甲美国扯平吼，伊的想法是啥物？都爱往海洋这边扩张吼，就是讲伊袂当是做一个陆权国家，伊安尼无路用吼，伊要变做强国，伊爱安尼。所以变做咱的威胁是啥物？伊若要向海洋拓展吼，变做迄个咱讲的第一岛链吼，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拢危险吼，可能包括越南吼，拢是危险的吼。好，当然咱嘛知影美国伊要维持即个中权的时阵，伊要对抗中国吼，就是甲第一岛链收掉吼。所以咱会当讲，咱就是徛伫即个重要的位的所在吼。好，搁有咱讲第
我这边有写第是唯一甲美国海军正式对枪的国家，就是日本吼。因为就讲美国是一个强的国家，伊强有一个重点就是伊海军真强吼。但是咱知影讲后来战后包括迄个冷战吼，美国甲苏联吼，因其实迄个军事竞争的时阵有一件代志，因的烦恼就是讲，就是拢真强啊，但是问题是因无真正相战过吼。所以咱会当解说是安怎？美国要甲日本规个占起来，无爱分互苏联吼。你看迄德国二战败的时阵，因就是迄个美国、苏联、法国、英国去占领德国吼。但是后来日本投降的时阵，是美国规个甲日本占起来吼。伊后来分啥物互苏联，就是迄个满洲国吼，暂时互因，啊，搁迄个北朝鲜吼，条线拆做两个吼。伊甲日本用起来，伊安怎会安尼考虑？真简单，因为苏联嘛想要，若要对抗美国，伊嘛想要知影日本安怎对抗美国吼。美国会烦恼嘛，所以伊规去甲日本规个遮起来，卡免一寡机密的资料会互苏联遮去吼。咱会知影讲即个问题吼。好，个就讲同款吼，就讲因为后来民军战赢吼，日本战输吼，所以咱知影讲，伊讲迄个太平洋战争安怎起来吼，咱拄则讲大东亚战争，后来改做定调做太平洋战争吼。第二就讲，美国因要讲因参战的理由，上简单就是珍珠港因互攻击嘛吼。但是咱会知影讲，日本是安怎要攻击遮吼，珍珠港这边吼。伊其实就讲，伊这边要战争吼。伊有一寡伊的目的，吼，即个目的就是伊要争取到一寡因日本国要生存的一寡资源。资源是啥物？钢铁、石油，吼，遮物件。遮物件要安怎讨？其实是，所以伊讲大东亚嘛，吼，伊其实就是为迄个东南亚这边去挑着。咱知影讲印尼是出产原油的一个所在，吼，迄个时阵是荷兰控制的，好，所以这边有讲到一个 ABCD 包围网吼 ，A 就是 American 吼 ，B 就是 British 英国，吼 ，C 就是 China， 吼，因为 China 迄阵中华民国政府迄个时阵算甲美国较徛做伙，吼，算美国较支持中华民国啦，吼。D 就是大区荷兰，吼，迄阵其实就是因为美国感觉日本的扩张开始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吼，伫亚洲的利益，所以伊开始做一寡限制，吼，这限制就是包括迄个钢铁啊，就买送互日本，吼，买，就是买甲因做贸易，吼。日本迄阵伫算因的工业发展半当就会死去，吼，这个国家就出代志啊，吼，所以因后来决定要战争是安尼，吼，所以咱换另外一个角度看，某一种程度是美国逼日本爱发起战争，吼。可能美国嘛是希望讲日本先动手吼，伊安尼靠伫因为美国嘛想要嘛要限制日本吼。好，咱讲来讲，美国伫讲这个历史的时阵，就是讲珍珠港事件吼。但以咱台湾的角度，咱来知影讲，日本其实是要摕到东南亚这边的资源吼。所以咱的历史课本无甲咱讲吼，咱会甲咱讲珍珠港事件嘛吼。但是咱知影珍珠港事件是啥物时阵？1942年的12月，日本时间是吹背早起吼，就是珍珠港几点钟了后，台湾的角色出现啦吼。台湾的角色叫做啥物？就是台南这边的飞行机场吼，就是派迄个战斗机吼，就飞去迄个菲律宾去轰炸吼。伊就是要南进啦吼，就是要为台湾开始往南边发展吼。目标就是要到印尼去摕因的迄个石油，吼。好，所以我要讲的就讲，咱若看这个代志，我希望大家是想讲，咱伫二战的时候有真大的角色，吼。日本的迄个主要战场其实伫这边，吼。珍珠港只是讲，伊希望美国卖阻碍伊往这边的扩张，吼。好，第二咱知影讲，后来1942年开始有志愿兵啊，啥物吼，都是真侪台湾人调去做
去作战吼。当然有诶伫中国战场较少吼，中国战场其实韩国人较侪吼。迄个台湾人当然去南洋较侪吼。嘿，所以我要讲伊讲，迄个时阵台湾人若有一寡咱即摆讲诶国际经验，可能咱有诶人生理人吼，走去中国啊，也是讲走去东南亚发展，也是讲有人读册较爱去欧洲啊、较美国、较日本吼。好，但是迄个时阵台湾人诶国际经验吼，毋是为着读书吼，就是因为国不理中爱作战吼。但是有真侪人，就是伫迄个东南亚吼，一直到澳洲这边吼，就是迄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遐，规个拢是算台湾人，拢有伫遐吼。包括战后可能有一寡人留伫遐吼，只是讲咱诶历史其实是无去认真看待遮个问题吼。好，迄个我以前细汉时阵捌看过迄个，就是讲二战的一寡故事嘛吼。伊迄阵讲迄个日本人去拍迄个珍珠港的时阵，迄个代号叫做啥物？托罗吼，虎吼，虎老虎迄个虎虎吼。后来我看一寡，就是较大汉，咱搁看历史的时阵，才知影是安怎要叫托罗吼，甲咱台湾嘛有关系吼。因为迄个咱知影讲，迄个平湖迄边吼，澎湖吼，澎湖群岛内底有一个所在叫做虎井树吼，虎井屿吼，虎老虎的虎吼，井就是迄个拍井、古井的井吼。是安怎？就是迄阵的356吼，亚马罗库伊莫罗多吼，迄个海军大将。伊都是伫迄个所在指挥，吼，就是伊伫遐接受迄个，就是即个作战的情报，吼，作战的情报，所以伊迄阵代号叫托罗，就是要拍珍珠港，吼，是因为迄个海军大将，吼，因为日本的迄个海军，咱即马讲海军总司令迄个位，吼，伊迄个时阵都伫平湖，吼，附近屿遐，吼，嘿，所以咱来知影二战，吼，日本甲美国跑起来。咱台湾是有一寡角色的吼，只是讲咱后来历史袂甲咱讲吼，包括咱讲，伊要拍菲律宾，就是为台南这边飞飞机过去吼，包括伊要拍迄个珍珠港的时阵，因为迄个海军大将海军356，伊都是伫平湖迄个所在吼。好，所以我要讲就讲。我当然就是讲，因为咱受日本的统治，知影讲日本的思考是啥物吼，所以咱会知影讲后来日本会甲台湾愈来愈看重，当然是甲因扩张有真大的关系吼。因要为着因的国家生存，因有拄着遮个国家吼，一个是中国吼，当然中国因后来是无甲算无感觉真威胁真大吼，但是罗西甲美国就是因。威胁因日本国家生存的一个重点，吼。过来，所以因爱做的是啥物代志？就是往南，一个是往北，吼。当然因家己有讨论，吼。不过往南第一件牺牲的啥物就是台湾嘛，吼。因为往南的时阵就是台湾先架起来，吼。所以为这个所在做基础，迄落北进，因对的就是主要是罗西亚，吼。所以因第一件代志做啥物？甲迄个朝鲜遮起来吼，咱是1895年互日本遮了，迄个韩国是迄个朝鲜是1910嘛吼，搁较晚吼。主要是面对罗西亚吼，所以因后来进一步，1930年搁成立迄个满洲国吼，1930对，嘿，1930年嘿。好我毋知，我先讲一个代志吼，先插一个话讲一个代志。咱进前毋是迄个中华民族伫讲迄个历史的时候，讲啥物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吼。嘿，咱若即马来看，无影五族共和嘛吼。你看即马新疆迄边的情形是安怎，西藏迄边的情形安怎，基本上就是中国的政府要甲规个甲食掉嘛吼。但是迄个满洲国真正是五族共和哦，迄边有白俄罗斯人吼，就是迄个，因为咱知影后来苏联大革命了吼，有一寡就是反迄个苏联的迄个共产党迄个体制，有一寡人走来满洲国过日子吼。咱知影还有朝鲜的人吼，当然还有日本的人吼，嘛有一寡汉人吼。
蒙古人吼，所以基本上因真正是有主共和吼。等到咱讲的迄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你讲有主共和其实是较无影吼，等到是迄个满洲国吼。好啊，满洲国当然是后来无去啊吼，历史上嘛无承认吼。啊，但是咱知影讲满洲国其实台湾人有真侪角色吼。迄个时阵外交官叫做谢介石，台湾人吼，意思就讲。咱知影讲，咱拄则讲台湾受日本统治，一开始来一寡警察啊，啥物官哦，有诶就是为九州吼来，还是讲 Okinawa 来吼，较基站诶，就是迄个为 Okinawa 来做警察啦，做老师诶真侪吼。好啊，所以满洲国拄啊成立诶时阵，伊需要一寡人，包括开发诶，包括农业诶，啥物各方面吼。台湾人角色真侪吼，有真侪台湾人去遐做大官吼。啊，当然就讲，因为后来战败啊吼，所以遮个人都较毋敢讲遮个历史吼，因为中华民国史馆都较不准因讲遮个代志嘛吼。好，这张图就是迄个差不多是日本国势上强的时阵，因伫1941年讲大东亚战争吼的物件吼，这个物件出来吼啊。你看伊画红色的，就是这个中央这个圆圈啊，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吼，日本控制的所在，就是这区吼。啊，你若看迄个倒边迄边，基本上都是德国、意大利吼，就是因迄阵轴心国控制的所在。好，咱当然看图可能看袂出来吼，包括迄个，因为咱知影讲纬度较悬的所在，伊迄个图甲用出来，伊会变较大吼，实际上无遐大吼。我要讲的是讲，历史上有一个时间，日本会当控制范围吼。我讲控制范围哦，毋是伊的国家，比如讲迄个满洲国吼，其实算伊控制范围，也是讲咱看迄个中国这边吼，中国这边有啥物就是满洲国周边有一寡蒙古的所在，啊，搁迄个华中、华北、华中、华南吼，包括迄个。后来讲法属印度支那，就是以前法国占的所在。后来1939年吼，日本占去，就是咱讲的即马越南、辽国、迄个柬埔寨吼，柬埔寨吼，咱即马柬埔寨即马是咱新闻真迄落的所在吼。伊控制的范围比美国的领土较大，比美国有控制的所在较侪吼。就讲有一个历史上有一个真短时间，伊会扩张。真恐怖吼！伊的控制范围是比美国较领土较大的吼。啊，咱当然知影讲，咱即马知影讲，迄个伊是战败的吼。但是迄个时阵，当然伊对美国威胁真大吼。啊，当然咱嘛感觉伊是危险吼。虽然伊有遐尼大，其实危险，就是讲伊是一个无资源的国家吼。所以迄阵战争的时阵，伊要生产武器，小国面伊都是输美国吼，差10倍距离啦吼，就讲。美国要做武器的速度会比因紧10倍吼，所以后来当然你拖愈久，你就愈死吼，日本就愈死。好，我要讲的就是讲，日本迄阵用着即个战争，伊讲大东亚战争，伊有讲着一个代志吼，伊讲的物件其实真侪国家是支持的吼，真侪即卖的国家是支持，迄个时阵还未变做国家，但是即卖是国家的支持吼。简单讲，伊就讲亚洲。基本上拢是欧美的殖民地，吼，迄个时阵，吼，伫迄个伊发动战争的时阵，迄个时阵亚洲敢若3个国家是独立的国家，大家敢知影倒3个国家？我惊大家困去，所以想要问者，大家敢知影讲亚洲迄阵有3个国家是独立的？敢知影倒3个国家？日本。日本是一个，对，过来。中国，中国，吼，第3个，泰国吧。对，大家拢真好，迄阵真正是3个国家。咱即马看到什么越南啊，遮个国家吼，还是印度啊？恁若印度是英国的吼，缅甸是英国的，吼迄个本来一开始迄个法属印度支那吼，即马3个国家是法国的吼，迄个菲律宾是美国的，吼，本来是西班牙，就是后来美国甲西班牙战争了，西班牙输嘛，所以就变美国吼。啊，搁咱讲迄个马来西亚嘛，英国的啊，吼，印度、缅甸，啊，搁迄个印尼是荷兰的，吼，
所以你想说，真正诶吼，就是真正拢是安尼吼。所以我要讲的是，后来印度，讲迄个阵的缅甸吼，就讲基本上就日本去占领嘛吼，但是日本嘛是甲因讲，就是即马是战争时期吼，军政吼，但是后来就是要互恁独立吼，所以因其实是真支持日本的。我要讲的是讲，包括印度，当然伊无拍去迄个印度，但是基本上因拢是真支持日本的一寡想法吼。咱知影即摆翁山书记缅甸迄个互抓起来嘛吼，因爸爸迄阵就是日本时代，就是迄个战争的时代迄个军人吼，伊都是真支持日本的吼，伊甲日本有合作吼，日本的都是甲讲早晚都是要互因独立吼，所以互因真大的鼓舞吼。所以咱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吼，咱看到结果是啥物？日本是战败吼，但是咱若看战后的发展吼，战后发展，咱来看日本伊的诉求敢有成功？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即欧洲的势力拢走啊，真正拢走啊，虽然你讲美国还有一寡控制但是问题是，迄种控制甲原来迄个情形是无啥共啊，就是即殖民地拢变做国家好，但是咱若看即张图有一个重点，这是迄个台湾这边做的就是迄阵的国史地理，你看伊就是范围遐尼大，所以伊西边左边有一个箭头，伊搁要往印度这边发展在1942年1942年1943年地图，正边呢伊要搁往美国发展往这边拍过来伊迄阵的企图是安尼啦搁南边搁有一个箭头嘛，要往迄个澳洲当然左边搁有一个箭头，就是伊控制中国的沿海伊要往较内底搁拍过大概是安尼当然后来无成功嘛这张图其实就是咱以前会讲日本差别待遇安怎，但是你若看迄个时阵因为迄阵的志愿兵因一开始日本人当然感觉讲，台湾人虽然早晚会变做日本的国民，不过伊目前毋是所以基本战争的时阵一开始嘛，基本上无互日本无台湾人做但是到战争需要人的时阵，当然伊就开始迄阵志愿兵伊开始可能嘛会惊，所以伊真侪台湾人其实无送去中国的战场但是伊迄阵的录取的比例大分率就是1%不到就讲你会当想讲迄个时阵当然我感觉当然这是教育有问题教育的关系，比如讲迄阵的军国主义教育你要做一个日本人安怎第二当然还有一寡实务的考虑，就是你若做军人，可能你的薪水较悬家庭的迄个会当继续改善所以你若看这是迄阵台中车头的迄个，就讲伊嘛一般台湾人做兵可能就往南部送嘛，若要去中国战场就是往家人送若是要南洋的战场就是往高雄港出去所以你若看即种情形，你会看讲台湾人讲伫日本统治消极反抗日本，咱若看遮的一寡资料，其实袂呢当然每一种想法拢有啦这真歹讲，只是讲无一定是中华民国事关互咱讲的迄个情形咱即摆来看中国因为即摆当然后来就变做甲中国的影响。我当需要休困一下，是大家会当挡会调，会当听我继续讲我也是简单讲一下咱第一件代志讲1910年中华民国成立咱已经看到历史有讲迄个什么军阀割据第二件代志，咱有写讲什么中华民国总统第一任什么时阵？民国36年，咱就有一个谣言若35年进前你创啥？有无还有一个物件，咱以前有讲到什么北伐成功嘛国民军什么迄阵有什么北洋政府、南洋政府第一件代志，咱来知影讲，迄阵的北洋政府是正统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南方的南洋迄个是叛军
但是后来伊北伐成功，当然这是国民党的观点嘛，北伐成功，所以伊甲正统的政府拍掉啊，所以变做正统的，这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迄个时阵的中华民国政府其实就是因为咱讲军阀割据，基本上伊毋是一个完整的一地，所以迄个时阵其实理解真侪所在拢是其他，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咱讲上简单的，满洲迄个时阵，东北中国的东北都是苏联控制，后来当然变做满洲国的时阵都是日本嘛，但蒙古都是苏联控制，新疆个西藏是英国控制，有真侪啦，就是讲实际上是几落地，简单讲其实是几落地。所以咱也知影讲，一开始国民政府是破叛乱的团体，这咱会知影，所以咱会感觉看迄中华民国历史，你若真足想，1912年成立是安怎？迄个时阵拢无总统咱敢若讲迄个什么临时大统帅，什么袁世凯，什么类似这物件，但是咱变做伊的历史史观，变做1947年才开始有总统，第一任总统，这个本身就真奇怪的代志啊，就因为迄阵确实是乱，甚至迄个战争的时阵，其实有两个中华民国政府，一个就是咱讲的迄个汪兆铭嘛，汪精卫迄个所在，所以迄个时阵台湾有迄个中华民国使馆，就是南京迄个政府，汪精卫政府的一个使馆，毋是迄个蒋介石代表的一个政府，所以迄阵其实中国是分做五六地，第二件代志，咱会讲8年的对日抗战，当然这个物件就变做要拉算就真晦气，就讲咱用卢沟桥事件，去算，但是咱知影讲，蒋介石真正对日本宣战是啥物时阵？伊是对美国较算啊，美国对迄个日本宣战1941年，迄个珍珠港事件了后。美国对日本宣战，迄个时阵蒋介石才开始对因宣战，意思是讲，真正伊迄个有透过总统去时阵的总统去做宣战的动作，咱的对日抗战嘛才3档外，无甲4档，当然。这有无共的算法，包括日本迄边伫做研究这历史的算法，因嘛感觉讲，爱有迄个满洲国因为满洲国等于是讲，就一寡事件去甲迄个中国这个所在甲接起来，所以成立一个满洲国嘛，所以有人讲15年战争都是为1931年开始算，这不要紧就是讲，但我是讲，若假使用迄个正式的迄种作战的迄种宣布。其实对日抗战嘛才3档外因为是咱讲的8档迄个时阵中国其实有几个势力我这边写着3个人嘛，一个蒋介石一个毛泽东一个汪兆铭当然伊是伫迄个战争结束进前就过身，1945年就死去伊叛变死去其实拢靠外国意思讲迄阵中国咱讲迄阵亚洲有3个国家独立的国家，确实是中国算是不过伊基本上，伊加入这战争的时阵伊其实是拢是外国势力伫介入意思讲迄个时阵，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真个无稳的国家我想我就直接讲答案蒋介石就是美国支持的嘛毛泽东就是苏联支持的迄个汪精卫因就是日本支持的基本上就是过来就是讲，咱爱知影一件代志，中国迄阵伫做迄个宪法咱讲什么宪朝，民国几年什么宪法草案出来的时阵，完全无讲到台湾因为迄个时阵就是日本统治的所在嘛当然就是因为后来战争耍战赢其实美国就是有暗算要甲台湾送互中国所以迄阵才开始行宪的时阵才开始甲迄落用入来要讲就讲到1943年其实就是我安尼时间我控制一下1943年的时阵，咱的历史课本会讲拢什么开罗会议有一个开罗宣言其实迄个时阵
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是美国的总统，迄个时阵已经知影讲大概早晚日本会死，吼，日本会败，吼，就是讲规个迄个已经美国已经占优势啊，吼，伫太平洋战争这边，吼，所以迄个时阵才开始互蒋介石讲，吼，伊基本上我简单讲这个概念吼，就是讲，就是要战后战后要安怎维持，吼，伊迄秩序要安怎维持的时阵啊，伊有一寡人。一寡国家来嘛，援手来吼，啊，当然伊也互伊好处吼，就讲你也徛伫我这边吼。其实迄阵蒋介石吼，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就是你知影国民党政府是安怎会败，就是伊的贪污腐败较严重嘛吼。所以其实迄阵的重庆政府甲迄阵的上海迄个南京政府吼，就是迄个汪兆铭，其实是政治较清廉的是迄个南京这个政府吼，毋是迄个。虽然所以迄阵包括1944年吼，我看一寡资料拢有讲，有一寡迄个因为贪污腐败嘛吼，重庆这边的政府有一寡人拢走去迄个南京的政府吼，就是这边较会食钱啊，啥物学袂来吼。啊，甚至迄阵就是讲，因为咱知影中国战场就是美国爱投一寡钱吼，迄个帮助迄个就是迄个蒋介石的政权吼，所以迄阵蒋介石甚至甲美国威胁讲。你一定要互我钱哦，吼！你一定要互我支持哦，若无我真正会甲迄个日本合作哦，嘿！啊，你知影，若甲日本合作，美国要拍日本就较困难啊嘛，吼！真正是安尼甲威胁吼。大家知影迄个蒋介石伊读军事校都是伫日本吼，所以基本上无遐尼反日本啦，讲实在吼。当然后来就是伫中华民国的时阵，就操作讲台湾爱反日吼。吼，所以当然就是讲，伊也互伊好处嘛，所以甲讲，你到底要选啥物？迄个时阵应该是讲，超了迄个时阵，中华民国政府吼，重庆迄个政府才开始想到这个问题吼，包括因为美国甲台湾，美国甲日本战争了后，美国才开始注意到台湾这个所在吼，以前毋是无注意到，讲相对无认为遐尼要紧吼，吼，所以这边有讲迄个罗斯福会惊迄个蒋介石挖日本吼，真正是安尼吼。所以爱互一寡利益嘛，吼，利益交换啦，吼。好，啊，过来迄个，你知影即个物件就是讲，后来咱知影讲开罗会有一个开罗宣言，但是无人签字吼。一般就是讲，若是迄个国际的条款吼，就是无共国家的外交官吼，做一寡讨论吼，决定一个物件，应该签署即个文件吼。即个物件无签署是安怎？真简单，英国无同意吼，因感觉讲。袂真迄落，你要遐分这物件吼。所以比如讲，就是因讲的，但是问题是中华民国抓到这个物件，伊要讲说台湾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自古不可分割的领土吼。伊要用这个物件，所以再去强调这个物件吼。当然，伊这国际法就是有问题吼。吼，所以基本上美国其实是吼，我拄则是讲中国的情形吼。咱即摆来看美国，伊其实就是对台湾其实是因为。就讲一开始嘛，认为讲台湾就是日本的啊，无啥物。因迄阵美国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日本去成立满洲国，包括后来去占迄个，就是俄乌战争开始了，因为法国互德国拍败啊嘛吼，伊抓着即个机会，紧甲迄个占起来，迄个日本紧去甲迄个法属印度支那，就是咱即马讲东南半岛即个所在占起来了后，因美国感觉。日本安尼做影响到美国伫亚洲的利益，吼，所以因就是要求因爱退出满洲国，吼，要求日本嘛要求日本袂当迄个占中南半岛，吼，所以再开始要迄个更替啊，啥物要买互上买，就是卖互迄个日本，吼，大概是安尼，所以日本才。感觉国家的灭亡吼紧张啊，所以才开始战争吼。大概咱知影讲，迄个背景是安尼吼。但因为太平洋战争，咱会知影讲一开始拍日本遮紧的吼，因就是闪电战吼。咱会知影讲日本迄阵的教育吼，当然咱会当讨论，因为咱以前日本人，咱受日本的教育嘛是安尼吼。咱毋知感觉咱的时代吼，对咱的迄种管教拢是遮严厉有无吼？就是。用拍的、用讲的，还是安怎吼？还是迄个歹穿穿大，迄个查甫人真有威严吼。我感觉就是日本时代安尼教育吼，包括因的军队管理都是安尼吼。就是学长会当拍学弟啊吼，你敢若爱服从吼，
当然，即个物件以管理的角度，咱会感觉讲这是一个不好的方式啦，好我是讲美国就是因为战争了，一开始当然是干那迄边但是既然日本要发动战争，而且美国较占赢面了，伊当然希望讲以后日本会变较细，莫伤大，若无以后阁是威胁所以当然伊想要甲朝鲜较晚的，一个除了阮就国家物件摕掉以外，阁有迄个包括朝鲜、包括台湾拢歪互日本互伊日本愈细嘛莫伤大咱知影讲中途10其实是迄个局势逆转一个真重要就意思是讲1941年12月开始战争伊就开始拍菲律宾你知影迄阵就是麦克阿瑟伫遐以后来走去澳洲嘛了伊就往南面拍马来半岛随着占起来香港嘛占起来，菲律宾占起来，马来西亚阁拍去印尼真紧但是当然真紧就是补给线伤长所以后来就开始败第二就是迄个中途10迄个时阵其实就是讲无明显的输赢，毋过开始小可有一寡变化一开始所向无敌一直拢赢我毋知影大家有听过一个代志阮细汉阮爸爸甲我讲，伊讲咱知影迄个1942年敢若是迄个新加坡日本占新加坡迄阵新加坡就是因为日本将伊改做迄个礁南岛礁好的礁好的南平礁好时代的南平礁南岛所以迄阵台湾人出世，然后叫啥物礁南的咱知影有一个人叫做陈椒南嘛听讲就是1942年出世的都叫做都会号做迄个名礁南这甲历史有关的因为迄个时阵就是美国日本占新加坡甲迄个所在叫礁南岛所以真侪台湾人迄年出世的都会号即个名礁南礁南好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咱若去看台湾史咱知影8月15是一个拄啊是昨嘛是一个重要日子迄个6月初几迄嘛是一个重要日子，就是虽然迄阵无明显，但是伊基本上就是即个镇压拍煞了后，其实本上台湾的名有可能会改变啦当然迄阵美国对台湾的一寡想法，一个就是要互中国当然后来是即个面另外一个就是互伊民主自决互伊变做看是要家己决定归属，还是要成立一个国家咱看迄个东南亚真侪咱即摆讲的东西遐殖民地嘛是拢用即种方法变做国家虽然后来无一定是安尼，嘛是爱拍独立战争因为战后其实遐殖民主拢想要佫转来包括荷兰嘛想要转来，包括法国嘛想要转来咱可能伫看二战的时阵，听到一个叫做诺曼底登陆诺曼底战役当然咱知影讲迄个海抢滩就是讲迄个所在本来是德国的控制我即摆要建立一个基地就是要开始拍转去你爱为海边定了嘛，找一个点毋过伊爱兵力爱偌济假使德国人有1万人伫遐守伫遐顾，你爱用20万人是安怎？因为海岸就是平平嘛所以一开始就是迄个炮灰就是互拍死的，但是拍死了有尸体伫遐堆起来有一个类似一个所在，伊会当后来人会当秘在内底简单讲是安尼，所以其实这拢是爱付出真大的代价咱毋通看讲战争会赢就赢其实嘛是代价真大差不多迄个时阵应该是1944年的6月7月塞班岛塞班岛当然是互美国嘛惊到因为日本的概念就是做军人袂当投降甘愿爱自杀袂当投塞班岛当然迄个时阵是日本控制咱就想讲伫太平洋一个岛屿离要1000公里，东京离要1000公里伊迄边嘛有迄个日本人住遐战死的人你看3万4当然美国死相对死较少因为美国的武力较强是安怎民众会死较侪日本人死的时阵要求日本国民跳海自杀
因家己当然嘛是自杀的嘛有吼，嘿，就是无爱投降吼。但是你知影讲，迄个欧洲美国人因安怎想？是安怎？迄个日本一开始会遐尼紧吼？因若感觉讲，我甲你拍注定会输，我就投降吼。所以是安怎会遐尼紧就投降？有一个因为作战的观念是无共的吼。好，当然日本美国嘛会惊到，就是讲因明明就是一定会输，结果因无要投降，你无要投降。你付出的代价就会真大吼，所以因一开始嘛感觉讲要拍日本其实无遐尼顺利吼。好，过来讲到台湾啦吼，咱讲1944年6月吼，当然就是欧洲迄边有战争，太平洋这边嘛有战争吼，基本上拢是民军赢嘛吼，所以当然迄个慢慢改变吼。第二就是迄个时阵伫太平洋这边吼。佫有一个物件，这个甲台湾有关系吼。因若是想要甲迄个诺曼底登陆吼，咱即摆看二战会讲到诺曼底话迄个拢会讲到最后。假使即个提到计划若有成吼，台湾就出名啊吼。虽然这是一个毋是真公开的代志吼，这是迄个解密资料吼。你看即张图啥物意思吼？伊有3个所在吼，一个所在上北边是左营。过来就是迄个，咱即摆讲诶，高屏溪嘛吼，就是高雄甲屏东诶迄个隔界所在吼，高屏溪吼。搁即边枋寮吼，3个所在，伊共款要用迄个诺曼底迄种规格来拍登陆战吼。是安怎要顾即个所在？伊想讲台湾遐尼大吼，即个所在因为南进嘛，所以即边有真侪迄种军事基地吼。所以因若甲遮占起来了后，咱知影讲中国沿海拢是日本诶势力范围吼，所以因若要讲要拍去日本的时阵，即个所在若占起来，对因是有利的吼。咱台湾的行政中心是北部嘛吼，台北迄边嘛吼，所以伊是本来是按呢做吼。大家想想讲，假如美国安尼做，台湾情形变安怎吼？这真正是一个，你看伊写D day 嘛吼，D day 吼，登陆吼，就像诺曼底安尼吼。真正有即个计划吼，你看这写福尔摩沙真诶啊，就是拢讲台湾啊吼。好，简单讲就是因为一个太平洋战争这边的迄个太平洋舰队司令吼，你是海军吼，伊有注定拍台湾吼。迄个麦克阿瑟是迄个远东区军司令，伊基本上是陆军的吼。伊迄阵伫菲律宾吼，当然后来日本拍过来吼，伊后来就走去迄个澳洲吼。可能大家若知影伊迄阵有讲 I will be back 吼，我搁要转来吼。所以伊基本上就是主张拍菲律宾，就是伊安尼较有民主嘛吼，就讲伊为迄边走的吼，伊甲菲律宾人讲我要搁转来吼。你若跳过这边，直接拍台湾，伊就较无民主嘛吼，伊较无得主导吼。所以基本上就是用因有两个想法吼。当然咱要知影讲，即个物件嘛是因会变吼，就讲因基本上拢会定期开会吼，开会开到10月的时阵吼。后来就是变做定调，就是要拍菲律宾吼，就是无要拍迄个台湾啦吼，所以台湾算某一种程度算躲过这样代志吼。所以咱可能大家听过什么台湾中航空战迄个公山大爆击吼，1944年是安怎伫即个时阵要发动台湾吼，因为因要拍菲律宾的时阵，日本会倒位派回人去来甲因战争，就是为台湾来吼。所以一件代志先甲台湾先轰炸吼，轰炸一遍吼。迄个台湾冲的意思，迄个冲就是近海的意思啦吼。所以意思就讲台湾沿海吼，真侪少港口啥物拢互炸一遍吼。尤其是公山吼，咱知影公山迄阵真严重吼。我数字袂记吼，毋过就基本上是安怎，因为公山是一个空军的。莫讲空军啦，就讲迄阵一个军事真大基地吼，包括迄个一寡即个兵工厂吼，遮物件。好，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先拍遮了，就是算甲即边的飞行机啥物先拍掉了吼，再要拍迄个雷台湾海战吼。雷台湾海战当然咱的历史袂讲吼，不过伊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上大规模海战吼，迄阵就是。迄个日本的想法就讲，因的帝国海军存亡在此一役吼，大概是安尼吼。登陆战伫迄个菲律宾的中部吼。咱走过吼，咱走过吼，就是因为
本来想要拍台湾吼，结果决定要拍迄个菲律宾吼。咱照顾啊，当然迄边日本嘛算死较惨哦。可能大家听过神风特工队吼，神风特工隊就从迄个时阵开始有诶想法吼，因为伊即马无优势啊，要安怎？我用迄个一只飞行器去换你一只船吼，我感觉较会好吼。这当然就是讲已经到迄个无路通行诶时阵，再用即个方法吼。我感觉我时间控制了无好。后来吼。后来当然就是讲其实有两边海战吼，一个规模上大吼啊，1945年1月搁一遍吼，伫迄个吕宋，就是迄个北部吼，人家因为海战。过来其实咱知迄个时阵，迄个日本的防卫是安怎算吼？本土是一个吼，过来就是第10方面军吼，台湾就是第10方面军，就是迄个 Okinawa 台湾菲律宾，这是一条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安尼拍的时阵，其实日本的判断是安怎？迄个菲律宾拍完了，过来就是要拍台湾。一开始是安尼想所以到1945年1月，就搁拍迄个菲律宾北部了，伊过来想法就是讲，过来就是日本。所以咱可能听过什么全岛要塞化咱即马看到咱真侪迄个防空洞有无防空啥物当然，即阵开始轰炸的时阵就有开始有这物件，但是迄个时阵有一个1944年有一个要塞化军事要塞化，就是迄个有一寡迄个地洞咱知影咱的若有人去金门马祖做兵，知影迄阵拢有迄种地道咱会知影迄就是日本的战法因为迄个战后国民政府伊嘛蒋介石摆来台湾了，伊嘛烦恼讲遐中华民国遐军官无效无效拍日本嘛拍袂赢所以伊其实是请迄个日本的军官偷仔来台湾甲伊迄种所以包括迄个马祖的做迄个坑道啥物。拢是日本军官的想法，因就是二战甲美国拍就是安尼拍我这边要讲冲绳战役就是讲迄阵其实日本是掠做搁要拍台湾因就是甲迄个 Okinawa 迄边的兵搁派来台湾所以咱台湾讲什么台湾人日本兵有20万嘛，军夫什么大概3万4还是7种其实还有真大比例，其实就是搁伫台湾，因为真侪海军其实伫台湾，是因为迄阵日本的判断就是过来民军会拍来台湾，所以有真侪是伫遮所以相对迄边死伤较少，相对是较少的。我有一个阿伯就是海军官员，结果想袂到，就是结果伊毋是拍台湾，国防跳过，冲绳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上，等于咱拄则讲迄个欧陆是迄个诺曼底登陆，本来台湾这边嘛有一个类似安尼，结果无去但是迄阵冲绳 Okinawa 是迄个太平洋战争，当然伊的规模可能无迄个诺曼底登陆遐尼大但迄个时阵日本已经较败啊嘛已经较无遐尼实力较无遐强咱要读一遍就讲咱有时感觉历史嘛真迄落就讲本来拢掠做台湾这边发生战争，结果。第一个危险的战争是迄个菲律宾甲咱代替去第二个较危险的战争 Okinawa 甲咱代替去所以我毋知有时咱若看这个历史，咱毋知是毋是爱感谢菲律宾 Okinawa 我毋知咱看要安怎想这个代志意思是讲台湾甲菲律宾因为我就讲第一遍咱掠做是有可能是台湾，结果是菲律宾第二遍嘛是掠做是台湾，结果是 Okinawa但是另外一件代志伊放弃迄个咱拄则讲要为迄个台湾南部起来登陆战伊阁有一件代，伊阁有一个美国阁有一个计划，要甲迄个台湾的行政中心炸甲密密麻麻就是化学毒气你会想讲若真正发生这个代志，可能台湾嘛真惨12月伊按算12月要用这嘛是解密资料因解密资料是50档就解密所以就是1994年都出来这物件咱看几个啦 ，gas attack 迄个毒气攻击Formosa comfort 就是安尼化学兵化学武器伊的暗算就是要甲台湾的行政中心就是总督府遐甲用迄个化学站
互即边探访伊的行政中心吼。伊种意思是讲，伊菲律宾拍吼，无要拍台湾啊，但是惊迄个即边阁是危险嘛吼，所以伊就规去甲行政中心甲用掉吼。结果毋知安怎，规日就是有即个计划吼，毋过后来嘛无实行吼，所以有时啊想想，咱算好运啊歹运吼，我其实嘛讲袂出来吼。即张来看吼，这张是台中吼。咱若看日本甲美国的地图吼，台湾地图，咱较差伫倒位吼？因拢是平面地图吼。咱若看日本时代画的台湾地图是等高线吼。咱知影讲，迄个时阵地图无像即马 Google Map 遐尼方便吼。迄个时阵地图是国家的机密吼，所以袂当凊彩人会当看会着吼。所以美国要安怎画台湾的地图，伊就是迄个空照吼，就讲因若来遮。迄个到迄个炸弹的时阵，伊就翕相吼，翕相了后，甲迄个相去对吼，所以伊会当甲标示讲，即个所在有啥物是啥物点吼。这因为这是台中，因为我住台中，我就台中车头嘛吼，即个所在台中公园吼，有一寡点吼，迄个地波糖厂，即马较红的，就是伫东南边即边吼。无要紧，这是迄落吼。好，歹势我讲遐尼久吼。感觉重点无讲好清楚，无要紧吼，无要紧，我等把握时间吼。来，当然日本无条件导航吼，咱知影原因就是原子弹吼。第二，其实迄个时阵日本准备要导航的时阵，7月时开始伫讲，因其实是希望透过苏联来做协调，透过苏联去甲美国讲吼，看会当。取得一个较好的导航的条件无吼？结果咱知影，咱历史知影嘛。1945年2月有一个雅尔达密约吼。雅尔达密约意思就是讲，其实罗斯福甲迄个时阵是啥人？斯大林啊啥人吼？就是已经甲迄个苏联已经讲好啊吼。所以第一遍原子弹不会吹人吼，广岛吼。第二粒那加萨基吼，长崎伊本来要去京都吼，毋过就是因为京都迄阵迄个云较侪吼，云较高，所以变做伊飞行机飞顶悬，看袂着城市伫倒位吼，所以伊则转第二个地点去那加萨基吼。若无你若想讲京都互原子弹炸去吼，有真侪文化都无去啊吼。所以有些历史有些真歹讲吼。因为结果因为迄个苏联是选啥物？敢若是8月初8吼，1945年8月8号，就是对日本宣战吼。因本来就是互不侵犯嘛吼，无迄种吼，但是迄阵所以迄阵天皇知影无望啊吼，要讲条件已经无望啊，所以才决定投降吼，无条件投降就是凊彩你安怎吼。好，即马拄着问题是，迄个咱想讲，以迄个日本的即个战争的角度来看，台湾其实是伫太平洋战区，算太平洋战区一边嘛，因为菲律宾过来拍，有可能拍台湾、Okinawa吼，即线的吼。所以一开始其实日本人一投降的时阵，第一个想法是，台湾要安怎，应该是美国人来管，美国过来，但是过2天就变啦，过2天，即个命令就是迄个麦克阿瑟的命令伊第是满洲互苏联占台湾甲迄个咱讲的北越越南切做2地北边就是互迄个中国来接收大家有感觉奇怪无？是安怎会安尼我即马可能无啥时间讲简单讲，这种叫做战争赔偿的概念，战争赔偿概念就是讲战败国的所在，一寡战胜国占领，伊就会当去做资源掠夺，就是甲一寡物资就送转去遐，所以阮就是安怎买互中国，就是要互迄个苏联做一寡战争的补偿，补偿，就是讲，所以咱会知影讲，苏联来遮了后，其实就是包括嘛台湾人伊就甲迄边的日本兵拢载去西伯利亚劳改因你知影因战争了后嘛是人嘛无够，人力嘛无够，所以爱有一寡人从事一寡生产就掠遮兵啊所以7年嘛真侪拢死的，大部分拢死伫遐有少数台湾人嘛
一寡人留的吼，但因后来敢若选择转去日本吼。好所以越南和迄个接共款，就是一寡遮的军，所以咱知影讲，包括迄个北朝鲜吼，就是迄个朝鲜的北部，甲迄个满洲国，迄阵的一寡工业建设，其实即几年就是苏联就甲再去苏联迄边去吼。台湾是毋是安尼？确实有吼，台湾有一寡糖厂的设施，嘛是伫迄个时阵，互中华民国政府送去广东啊倒位吼，确实有。当然咱有留一寡，但是有一寡已经互送去吼。这个咱知影战争赔偿的概念吼。吼，袂使阁讲啊。好，但伊要叫中国接收者吼，越南迄边较简单吼，台湾要安怎？海啊，有大海啊，吼。伊第一就是中国是无海军嘛，吼，迄个时阵无海军。第二是啥物？第二是伊惊日本吼，伊其实就是讲日本伫中国战场基本上无啥物输吼，所以迄阵听讲中国战区迄边就是听到无条件投降的时阵，足生气的吼，讲阮若无拍牌是安怎要无条件投降吼，但不管安怎，这就是规个迄个结果嘛吼。好，看到这嘛是解密资料吼，1945年8月31。有一个遮看迄个英文的标题 ，Occupation of Formosa 吼，占领福尔摩沙吼。迄个美国其实侵华台湾，从1960年以前拢阁叫福尔摩沙吼，当然后来就叫台湾吼。当然有一段时间叫 Free China 吼，就是要对抗迄个 Red China 吼，铁幕的中国吼。好，所以意思讲虽然要接收吼。但是伊无在调吼，所以嘛拜托美国，所以变做即个物件叫做联合占领吼。好，这就是咱的历史课本袂互咱会看到的物件吼。迄阵咱讲啥物中山堂吼，就是迄阵的公会堂诶，迄个受降典礼吼，其实就是政权交接啦吼。因为受降其实是伫南京迄边吼，中国建区嘛吼，那这边是政权交接吼。那政权交接你看有四支啊吼，上中就是中国甲美国有无？中华民国甲美国吼。左边是苏联吼，正边是英国吼。意思是讲，迄个时阵中华民国来吼，政府来，基本上是代表盟军接收台湾吼，但是政权依阵也无吼，所以照理讲，迄个时阵台湾还是日本的领土吼，即日本是战败国，无法做有啥物作为啊。嘿，我记得咱的历史课本敢若迄个中华民国的旗啊吼，连美国的旗啊嘛拢无去啊吼，所以迄个时阵可能都伫 P 图啊吼。好，我即马时间上，我想要若是会使，我可能爱留10分钟，所以我可能较简单甲大家讲吼。咱知影一战了有一个叫做国际联盟嘛吼，但咱会发现一件代志吼，国际联盟其实无啥物作为吼，因为伊无偌久，伊本来是一个算讲，就是维持世界和平的，卖发生大战争、大规模战争的一个机构吼，结果。无偌久就破功啊！吼，二战无1918到1939嘛，吼，俄陆战争是1938、1939迄个时阵，吼，20几年就过来啊！吼，有一个原因吼，就是迄阵战争赔偿，战败国就是算爱无条件赔偿吼，所以迄阵造成德国战败国嘛，吼，迄个啥物通货膨胀真严重吼，100多倍吼，安怎拢赔袂完吼，所以你会知影讲，互迄个伤歹的条件，互战败国伤歹的条件。结果就是因不服，佫想要拍起来吼，所以德国是安怎出会起来吼？这甲迄个战争赔偿有关系。所以当然因第二遍战争了后，就想讲，我袂使对迄个战败国要求伤多，若无真惨吼，若无这世界袂安静吼。所以咱的历史讲啥物以德报怨吼？无影，迄应该就是盟军的规个政策吼，毋是讲咱中华民国对因特别好吼，无影吼。吼，我希望大家知影，就讲有一寡史观，中华民国互咱的史观真正是，人讲拢讲中华民国遮安怎遮伟大吼，清朝啥物？你若看即摆中国的管迄个人的情形吼，你就讲应该是无影吼。好啊，迄个，所以第二就是讲后来要成立联合国的时阵，伊大概有一寡想法吼。第想法就是讲，伊袂当。大家都平等吼，所以有一个安理会，迄个就是讲伊要有一寡较大的国家来控制吼，若无迄个遐尼侪国家歹控制嘛吼。当然是美国主导的吼，所以伊观念上伊要有军队吼，所以咱会知即摆有啥物联合国的维安部队吼，
就是迄个概念吼。虽然美国人较侪，但是若是一寡战争咧拍的时阵，共款一寡国家拢会出兵吼。好，啊，美国要主导的时阵，伊第是伊要有一寡，就是迄阵同盟国嘛，同盟国的一寡国家吼，伊要有苏联吼，苏联一开始无爱，我想讲我是社会主义，我要哪甲你资本主义的国家合作吼，所以美国甲伊讲，你来做，我互你安理会理事吼，你有否决权，吼，安尼才能有伊来嘛吼。啊，但美国有苏联的时阵，伊嘛惊，吼，伊要对抗，伊要找一寡内底伊靠控制，也是讲甲伊理念较歪，所以伊有英国，吼。啊，英国就想讲，我本来是老大，即摆要变做细汉的，吼，伊嘛无啥要爱，吼，伊就讲有一个条件，吼，虽然迄阵法国就是互你德国遮起来嘛，吼，不过伊就感觉讲，那安尼我大群者嘛，吼，我有一个国家来，你要答应我你嘛爱互法国入来，我才要答应你，吼，所以美国就互英国甲法国入来，吼，理事国，吼，啊，美国有中国，吼，因为中国迄阵就是变做讲，伊要甲规个迄个日本有条的，吼，就用迄阵战争的时阵有条有重大角色嘛，吼，所以是安尼，吼，啊，所以即个国家内底唯一无海军的国家就是中国，吼，咱会知影即个问题，吼，啊，个就用咱后来知影讲，咱即马退出联合国，吼，联合国。迄个安理会就是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去，伊其实是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入去的，吼，就是迄个中华民国迄个代表权，吼，互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毋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搁另外申请，吼，因为另外申請甲迄個安理會都有一寡怪怪的所在，吼，所以伊是用中華民國的名入去的，吼，即個部分大家知影。吼，所以我這邊講迄個戰爭賠償的代志，吼，所以咱嘛要理解講台灣迄陣互中國欺負嘛正常，吼，就講中華民國的角度就是講，佢哋這邊就是戰敗國的領土，一寡資源就是愛迄落，所以是安怎米啊，什麼物件攏會送去中國，吼，糖啊攏會送去中國，要講即咱賣意外吼，所以伊講咱是因的同胞無影啦吼，至少即個角度無影。吼，啊，咱拄則講的講，進前日本的一寡訴求其實有成功，吼，確實有成功。包括迄個時陣的泰國，吼，咱講伊是獨立的國家，日本迄陣要拍一寡遐個所在時陣，其實軍隊是照泰國的所在過去拍的，吼，你若看迄個地圖就看會出，我即馬無時間講，吼。所以意思講泰國給予支持，吼。迄陣迄個戰犯審判的時陣，吼，東京大審判，吼，其實印度的代表，吼，一直講日本完全無錯哦，吼，是安怎因愛有做，吼，真正就是安尼講，吼。當然後來就是凊彩草草了事，吼，甲迄個牛肉飯小可無共，吼。所以咱若看後來越南的獨立戰爭、印尼的獨立戰爭，咱有台灣人，吼，咱有台灣人角色，吼，就是遐個兵，吼，當然導航的時陣愛交迄個武器，吼，迄個民軍嘛，吼，因袂爽，所以因遮個武器攏交互迄個在地迄個游擊隊，吼，啊，所以甚至幫甲因照拍迄個獨立戰爭，吼。好，啊，咱來看圖較好，吼，的確是安尼，吼，咱來知影一件代志，吼，美國當然美國死真慘嘛，吼，雖然伊贏，但是伊付出真濟代價，吼，但是伊付出上濟人的性命的戰爭國是倒一個國家蘇聯，吼，因德蘇戰爭其實死遮濟人，死千外萬人，吼，所以某一種程度來講，蘇聯會感覺無公平，吼，就是因死的人較濟，但是因本地的利益較少，吼，吼，這是用迄個角度來看，吼，吼，德國是分區佔領，當然無中華民國的角色，吼，就是蘇聯、英國、美國、德國，所以咱迄個法國，吼，咱知影結果是啥物，就是後來分做東西德嘛，吼，蘇聯這地就是東德，吼，西德，我感覺較特別的就是柏林，吼，因為首都，吼，伊竟然嘛是甲柏林切做東柏林甲西柏林，吼。所以你知影，迄陣西德要去柏林足廢氣的，吼，但是迄陣就是安尼分，吼，真奇怪，吼。好，大家看到這個莫驚嚇，吼。本來還未原子彈的時陣，因為原子彈是臨時的代誌，吼。本來是要安尼分，吼，有5個國家來分，法國，咱講德國是無中華民國，吼，這邊無法國，吼，就表示講安理會理事國，吼，聯合國安理會，吼，迄理事國內底。中華民國甲迄個法國是較弱嘅，吼，確實是安尼，吼。你看一件代誌，吼，東京
东京吼4个国家，就是像迄个柏林迄种角度吼，阁有即个所在4国吼，4国要互中华民国接收吼，所以我是讲，假使即个物件若成立的时阵，可能就是迄个4国就是中国自古不可分割的领土吼，当然后来无发生吼。但是后来无发生，这就原因是原子弹吼，所以意思讲原来一开始因的罗斯福主导迄个战后的迄个分法是安尼吼，而且因迄阵按算是讲，因为日本人指控较强嘛吼，因是按算1947年才有法度，年初才有法度拍到日本本土吼，就是讲因为日本拢来投降嘛吼，死伤真惨嘛吼，但因为原子弹所以真紧吼。第二，本来苏联有份吼，但是美国嘛惊苏联占这边吼，有一寡机密的物件会互因摕去吼，包括迄个日本迄阵嘛伫搁伫开发一寡武器吼，要对抗美国开发一寡武器吼。听讲后来就是甲规个迄个船甲炸沉吼，规个甲沉喺海底吼，伊就是惊迄个苏联人会当入来吼，就是战后1946年的时阵吼。你会感觉真奇怪，当然后来牺牲的是啥物？就是韩国吼。但是另外一个，咱台湾竟然无代志吼。就讲照你讲啦，迄个势力话的时阵，应该是韩国甲台湾会用拆两地嘛吼。毋过台湾无代志吼，我有伫想，可能是地形的关系，是安怎？你要用切盘的切袂起，你看越南会当切盘的一条嘛吼，韩国会当切盘的切一条南北吼，迄台湾无法度切，因为中国双位伫中亚吼。我伫想，可能有即个关系啦，我毋知是毋是安尼，就一直感觉讲。你若看这个历史的演变，照你讲，假使日本要切做两地吼，应该是韩国加台湾的切，结果台湾无切，等到是越南吼，越南真正衰小吼，以这个角度来讲衰小啊，嘿，结果台湾佫无代志，我嘛想无吼，有时咱看历史会感觉真奇怪吼，我时间可能无法度讲啊吼。所以228事件吼，战后的中建基本上日本就是美国就是希望中国斗相共吼，所以发生228代志，其实台湾人真对国民党真不满，但是美国嘛无感觉真要伊吼。我即个时间无法度讲啊吼，但是咱知影讲后来中国就是基本上是赔偿的概念吼，所以伊基本上嘛无想要经营吼，就想讲这个物件资源会当送去中国就好啊吼，但是后来就是迄落嘛吼。所以台湾人迄阵因为228了，其实有真侪人会追求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因感觉有迄种怨愤吼。国民党你无伊有武器吼，伊甲你台湾人杀到安尼吼，要安怎？我寄望另外一个势力会当甲国民党拍倒。迄阵的寄望是啥物？共产党吼。所以迄个时阵后来有真侪人会加入地下党，其实甲这有关系吼。伊是毋是真正是支持社会主义？真歹讲吼，也是讲伊真正是毋是支持国民党、共产党嘛无一定吼。但是我是讲，迄阵变做是台湾人一个机会吼，伊感觉会当甲国民党引导的一个机会吼。但是我后壁歹势吼，我应该有提供即个导演片互迄个关怀基金会，所以若是有需要，应该会使提供无问题吼。咱知影讲后来就是蒋介石，就是因为迄边输了了。伊开始有一寡导盲的路线吼，你看伊1949年有走去菲律宾，走去广州，搁走去南韩吼，为什么？就是万一吼，伊就是要想要来台湾啊啦吼，但是台湾若蒋介石去要安怎？伊搁有逃亡路线吼，咱知影讲伊迄种人对台湾无啥物感情的吼，但是后来就是伫遮吼，当然后来歹势，我这时间无法度讲，但是后来因为美国完全无想到，就是会有一个迄个罕见的爆发吼。伊本来就是因为你一个新的中国成立了，你感觉哪有可能一个正常的国家要甲走来台湾的即个政权好，无爱甲迄个政权好，所以基本上因一开始放的风声嘛是希望讲新的中国会当甲美国建立一寡关系吼，所以伊迄阵就讲要放弃台湾吼。过因为后来发生。而且伊嘛感觉无可能会发生罕战吼，是安怎？因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拄啊成立，嘛无气力去作战吼。但是安怎咱就想袂到，因为中国人的想法无共啊。中国人的想法是讲，我受遐尼侪国民党的投降的
军人，吼，即个军人对我来讲是废弃啊，我规气送伊去战场，死死的较轻松，吼，真正是安尼，吼，因为开人学，所以咱迄阵看韩战讲什么人海战术，吼，伊免惊无兵啊，或者伊就甲遮个导航的兵啊，就送去韩国啊，嘿，吼，啊，歹势我这边就爱跳过，吼，啊，迄阵美国当然一开始无支持蒋介石，吼，伊按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来，吼，第二就是就算这个政权有成老啦，因希望是孙立人，也是迄个吴国桢，吼，会当，因为孙立人是迄个西点军校毕业的，吼，因感觉至少美国较信任，吼，甚至伊甲迄个廖文毅拢有联络，吼，希望看台湾的领导人是啥人，吼，歹势我这个时间落去咯，但因为韩战爆发，吼，所以就变做伊惊世界佫发生大战，吼。所以迄阵讲台海中立化，意思就是讲，伊希望即个战争控制伫朝鲜半岛遐就好啊，卖其他的所在卖战争，吼。啊，所以迄阵希望台湾就是后来咱看到情形，吼。好啊，所以迄个时阵开始，美国开始主张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吼。问题是即个未定，伫迄个旧金山合约嘛无处理，吼。所以即个问题一直留到即马，吼。就讲二战。虽然结束遐尼久啊，吼，但是有真侪问题还未解决吼。其中一个就是台湾的归属的问题，吼，到即马还无一个国际法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吼。啊，所以你讲美国即马到底支持啥物？讲实在我嘛毋知吼。有时啊，因会感觉模糊，可能对因是较有利益的，吼。所以嘛袂讲一定支持咱台湾独立也是安怎，吼。咱必须要知影即个问题，吼。好啊，歹势，因为我时间控制了无啥好，吼。啊，我最后我想我最后一寡物件爱甲大家讲一下吼。重点吼，就讲咱1945年代这个时间，因为咱会当用1945年做切分嘛，就讲政权有改变吼。啊，这个改变其实台湾人料想袂到吼，包括真侪人、真侪代志，中华民国嘛料想袂到，包括美国嘛料想袂到吼，就是迄个时势一直伫变动，就包括美国认为讲。韩战未爆发，吼，结果嘛是爆发啦，吼，包括后来拍越战，伊嘛想讲因会赢，结果拍到20担，拍到密密麻麻，吼。啊，毋过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咱讲战败国应该经济较歹，吼，是安怎？日本伫1950年代就会经济就起来，就是因为韩战，吼，因为韩战变做日本就是一个后勤基地，吼。啊，越南战争拍偌久？拍20担，1955年到1975年。伊造成的影响是啥物？当然，伊的迄个后勤补给基地，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台湾，吼。因迄美国大兵要休困，就是转来台湾，吼。所以促成咱的经济发展，吼。我感觉这是真重要。虽然咱的中华民国的史观袂甲咱讲这个物件，吼，咱的经济发展甲某一种程度甲迄个战争有真大的关系，吼。那咱主要是越南战争。等下我看有啥物，吼。好啊，所以咱知影讲，迄个时阵受教育的一寡台湾人，吼，真正就是互牺牲，吼，因为因可能读完了，少年的时阵，吼，有的是拄着做兵，吼，有的是改条换地了，日语袂当使用啊，吼，戒严，吼，啊，因强迫因来用华语，吼，有的人其实就放弃啊，吼，啊，就无去啊，嘿。但是本来伊是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煞变做无路用的物件吼。好，啊，今年的结果其实还佫大大影响。我要讲一个，迄个淡水犁，大家听过吼。即马其实有一寡派出所还佫有淡水犁吼，就是当然毋是用迄个物件吼。就是有人讲战争了，战争的时阵会当通报嘛吼。即马佫有啊吼。你讲这是毋是真正影响是啊？吼，至少。真侪日本国民政府的迄落拢还佫安尼用吼，好啊，咱爱知影讲立场一直伫变吼，咱看到是结果，但是迄个做决策的时阵其实是安尼吼，变来变去吼。啊，迄时阵蒋介石为着要维持伊政权，就是讲反攻大陆吼。毋过伊嘛知影袂晓，无法度啊，但是伊必须要安尼吼，伊要用反攻大陆即个呼吁，再当维持伊。正当性，伊若无要反攻大陆，伊对台湾的统治的正当性就无去啊，吼，就是安尼吼。啊，伊想要掌权嘛，吼。第二就是伊爱美国互咱钱啊，吼。啊，实际上美元15年吼，1950年一直到1905年吼，有15年的时间，
互咱美元真多哦，吼，啊，包括日本嘛，互咱战争赔偿哦，吼，真正有吼，就是迄个，互咱伊用经济发展的帮助咱经济发展的迄个，互咱钱，但是无要求咱还吼，啊，就是战争赔偿吼，吼，啊，迄个我讲迄个后来战争吼，后来迄个中国的互阿强啊统治吼，怎会走来台湾吼反战，也是迄个中国的会去拍迄个韩战吼。拢是美国无安算的吼，啊，这边有讲到韩战甲越战吼，对迄个战后日本甲台湾有真大影响吼，所以咱真正莫相信迄个国民党迄个讲法，讲经济发展是因安怎话拄话无影吼，就是美元甲迄个越战吼，好，咱来知影一件代志，迄个20世纪有一寡杀人魔吼，蒋介石排名第4吼。这是迄个夏威夷大学一个老师写的资料吼，伊就讲，迄个第1名斯大林吼，第2名毛泽东吼，就是伊阵亡统治下4个人吼，伊算伫遐吼。第3名希特勒吼，第4名就蒋介石吼，1000万。不过伊其实是介成是无算228吼，伊就算中国迄边的吼。第5列宁嘛，第6就是东条英机吼，就是伊甲迄个战争罪犯。无算伫天皇吼，算伫迄个东条英机吼，迄阵的日本首相吼，后壁我来看吼，破布政权啊，啥物吼，好，这是一本册吼，诶，资料吼，1990年写的吼，伊伫统计吼，所以你看迄个头前4名中国就出2个吼，中国吼，中国毋是一个真好的国家。第2。咱讲非皇室的意思，就讲像迄个英国皇室，迄种就是永久统治嘛，所以因的统治时间真久嘛，吼，莫讲永久统治，时间真长吼。非皇室统治就表示是独裁者，吼。所以你看，上久的是卡斯楚吼，咱第3名吼，蒋介石第3名吼，差一时啊，就要超过迄个金日成啊，吼。就讲咱台湾是真可怜啊，吼，伊后来战后嘛是受到因的迄落，啊，我真歹势，我超过时间啦，吼。啊，我要讲的就讲我。这份档案片有真侪物件吼，有一寡大概一般以上的观念是为这2本册来摕出来吼。我歹势我占超过一寡时间吼。啊，我当然是感觉讲，咱对台湾要了解吼，其实我感觉无一定爱干那在中华民国史观吼，咱其实爱看别人安怎看这个代志，也是讲用别个角度去看这个代志局势，也是讲咱对。日本迄阵伫统治台湾，因为啥物思考，我感觉嘛爱了解，是因为迄影响着咱会当为遮看着咱，假使咱有机会建国，咱要安怎去看遮个外交，是安怎要安怎治理，我感觉咱有一寡会当提供咱一寡想法。歹势，我占一寡时间，安尼我讲到遮吼，多谢大家。多谢老师。咱非常多谢咱的温彦教授会当将这的历史其实是足要紧，而且足侪是对解密咱甚至伫公开的资料拢看无，即摆是解密了后，才会当摕出来的物仔吼。所以伫遮我相信看到遮尔侪人拢讲足精彩真多谢老师吼。事实上，咱逐个知影过去咱台湾的教育吼，是不是？因为足侪扭曲啦吼，因为规个台湾的历史的即个背景是遮尔啊，遮尔侪外国的即个殖民，搁是统治，搁国民党的做法，互咱足侪拢无清楚，所以咱一向的教育，我拢讲吼，教咱捌字，但是检测毋捌道理吼，足侪内容，其实咱拢有受到真侪扭曲吼，咱特别伫即个部分，大家。足侪无了解吼，真正真多谢温彦教授，其实是一个足认真、足实在，佮足有台湾心的一个真好的教授吼。咱对遮咱会看着讲，其实咱家己台湾人对家己的历史就足认清楚吼，对家己就讲袂清楚，所以对家己的认同就真较浅吼，这就是咱的足大的弱点。咱期待以后会当即个方面，检测听起来敢若不止较沉重，毋过这实在是足要紧。咱先家己你看着
最近咱对乌克兰的战争、对中国、对香港、对蒙古、对新疆的做法，我相信咱应该台湾人有较醒啊，但是较醒是较醒，因为咱过去的即个基础，足侪拢足无够硬吼，所以对即方面咱真正需要较侪的即个较侪努力。啊，检测看起来，敢若毋是咱的温彦教授讲的，其实是足要紧的。但是大家可能拢感觉讲，足重的吼，足沉重。但是这必须要咱着爱知影，啊，所以嘛是咱欠缺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因为是在讲时间，温彦教授讲实力，伊拖着时间，其实是咱来讲实力，咱的时间应该爱安排搁较济咧。啊，大家愈欠的吼，愈需要。增加较济吼，咱可能即摆有大家渐渐开始咧注意着台语啊，但是即个台语只是伫顶面的迄个基础的基本的迄个意识、迄个历史的背景、迄个咱台湾的地理的背景，即个我感觉咱着爱搁较充分、搁较济的即个增加，搁较要紧吼。啊，所以虽然看起来毋是咱遐尔亲像咧唱歌，毋是咧耍吼，无遐趣味。但是这是上基本的物啊，咱应该伫生活底更加爱来努力。啊，伫遮老师有提起讲，伊其实会使来读吼，咱就是即个意外的角度，也是讲日本人先选择战争吼。咱特别最近看到乌克兰的战争，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即个威胁，台海的即个危险等等，我相信大家应该愈侪迫切的即个心情会去会愈较了解，需要了解较济。啊，特别台湾即几年，台湾的民众嘛，搁较有即个国际的即个观点，包括地理包括历史，搁较过去者。我想温彦教授实在是足用心，但是我想嘛，互咱会当知影，咱需要伫即方面搁增加较济的即个理解吼。所以真多谢温彦教授。毋知有人要赶紧提出迄个反应无？有无？有赶紧提会当举手？有人要举手无？若有人举手，咱就会当提问。啊，可能因为时间，有人举手吼，平等啥物？有人举手，咱就先开始讲话，敢好 ？Prayer 先举手啊，对无 ？Prayer 是啥物人？那个馆长你好，我头拄啊，我想要像他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足侪所在拢点着，我毋知有机会讲，请老师搁讲较详，因为我足想要听伊后壁讲，足侪代志无讲诶，毋知我都搁安排互阮好机会搁听阮诶老师诶意见。我想这是足需要吼，好，你是成章对无？毋是，我是 XY Prayer 这。你是 prayer 是伫倒？我毋知你是啥。prayer 是好，你倒位诶？我桃园。桃园吼。做老师姓周啥？我姓游样诶。好。桃园游老师吼。好，我想。就讲这段历史是真有兴趣，老师拢讲诶，足侪我讲最想要听，毋过时间老师有讲，好，不要紧，阮则过来甲温彦教授过来甲努力来安排吼。好，感谢。好，OK prayer， 好。还阁有人举手无？靠。就是我感恩的意思，就是时间是过年吼，我知影吼，神圣伊想要讲爱对照，讲今仔是毋是讲中国要来拍台湾嘛，是会先去拍珍珠港、游玩嘛会嘛。到时会讲日本先拍起是安怎救台湾，拍日本等到救着台湾，安尼会使去分析安尼，安尼做有意思嘿。你希望要搁较济时间就对啦，好，咱阮再甲温教授讲，好，嘿，会使会讲一寡即摆会安尼无，会安尼会未来会安怎？好，我感觉足好，大家会因为实在有即种迫切的即个想法吼。好 ，prayer， 阁有无？阁有靠吼，阁有人评丽娟，老师好。你好，嘿。我今日听到两个吼，感觉足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讲，到底政府徛伫个台湾是真是为着咱设想的？譬如讲，日本
因建设咱台湾，啊，国民政府来到遮25年，甲建设台湾，所以即个事实就互我会当了解讲，到底倒一个你是真是有咧爱台湾咧做代志。OK。啊，第二个就是老师咧讲的即个历史真有意思，讲咱台湾有几落变，其实是会发生战争。危险。嘿，真危险！啊，结果每一遍拢闪过。所以即点嘛是足有意思，讲。咱虽然食清淡，但是听到时感觉讲，咱若用一个较反过来看这历史的时候，较轻松的态度，啊，你讲，咱台湾啥人会当跳着，啊，用这个角度咧看时，可能嘛是较有趣味。啊，我是感觉这2点，互我今仔日会学到足大的代志。啊，感谢老师。好，多谢吼，咱接过来教授过来安排吼，来，还佫有人要反应无？还佫有人有要回应无？好，若无，我想，虽然即个题目甲过去听起来，有诶过去会当有足侪人听，今仔日这虽然较无讲安尼规群人吼，但是这是足基本诶，足要紧诶。啊，愈电脑要紧，可能大家感觉讲，哦，这足侪，以前咱都毋知，所以较无咧注意。但是这其实就是咱上欠缺的吼，就亲像咱的台语是遮要紧，啊，但是政府就愈咧无咧甲你注意，啊，上侪人啊上要紧的，啊，佫上无注意，资源上少，啊，所以咱即马着愈爱要紧，对遮咱所欠缺的所在，啊来加强，啊，所以真多谢大家，足认真咧听，我想听着大家人的回应，就知影讲。无咧拄久啦，吼，所以袁教授，你放心，大家并无咧拄久，拢足认真咧听吼。啊，所以你会知影讲，这就是咱所欠的，啊，所以愈着爱增加。所以伫遮，我想大家嘛，咱委员教授嘛是鼓励大家会当先去看册，啊，会当以即个方面，我过来甲伊参详，啊，咱后壁过来增加吼。伫遮，我有咧想讲，特别是咱的课程到尾啊，检测着学校已经开学啊，啊，可能着会时间可能。大家可能就无方便，上线的时间可能就是可能要做一个调整，所以不要紧。我甚至咧想讲，可能以后，请大家密切注意着咱基金会的即个Facebook 啊 QR code 吼，还是即个网站，小注意咱的时间，可能暑假煞咱的课程就过一个段落，但是事实上即摆愈来愈要紧，那请咱大家继续联系调咧吼。无好散去，咱譬如讲，阮后壁讨论好了，才来安排以后的时间，是毋是？咱搁伫可能逐个时间较方便，是用周末的时间搁来开，就毋是安尼密集，逐礼拜一礼拜2顿，一礼拜2顿，可能无需要搁安尼排。但是重要的时阵，咱逐个共款，搁会当用 meeting， 逐个做伙来关心咱所逐个要紧的，因为搁来。可能中国对咱的威胁，嘛是因安尼一直咧增加吼，因这当然伊是无理啦。啊，咱愈知影，愈着爱要紧。咱袂当讲哦，咱的好运了闪过，其实咱家己爱搁较认真，搁较拼势，搁较努力，搁较连接着好势，准备好咱家己，咱才有可能会当去应付着即个外界对咱的即个伤害吼。我讲乌克兰因的国家、因的国民的即个意识。会当遐尼啊坚定，会当遐尼清楚，我想一定嘛有伊的理由。啊，咱看着别人，咱可能爱家己检讨，咱所欠缺伫倒位，咱爱赶紧来努力。啊，伫遮请大家用热烈来拍声，多谢委员教授伊的努力，以及对咱的分享。啊，咱期待还佫有后壁佫有再见的机会。委员教授，你有答应无？你有答应无？你想讲有答应？好啊，啊，咱后壁再佫来安排吼。多谢大家，多谢。谢谢。谢谢。